哎呀，未記佢買。哎呀，各位聽眾歡迎人來收聽邊啲福建嘅節目，真歡喜咧！這禮拜來參加我人嘅講話嘅節目啦嚇。然後你知唔知呢？你我真歡喜，我忘記這禮拜真歡喜，我頭腦未 process。我會介紹我特別嘅Vincent到啲 YouTube 入邊嘅，唔是 YouTube 到啲 Google Meet 入邊嘅363歡迎大家，個有阿龍歡迎。Hello， 真歡喜阿龍個車掉個，我們要今日每可能叫佢咩咩講，唔要去泡個邊啊嘛就係。個有維娃娃，嗱維娃娃定到泡個邊嘅嘛，所以你咪係請維娃娃入邊，你唔是開個邊店咩啊？你做個邊，喂，有嘛唔少啊？你講開個邊店咩？我記，我爸嘛是個邊店咩？啊哦，แล้ว個有 club back 唔是 clubhouse 入邊嘅人 ，clubhouse 嘅人是博金店咯，歡迎。Hello，แล้วก็比賽講，比賽即是比賽講嘅話，suggest 嘅話題嚟個教做 shop， 歡迎大家好。แล้ว感謝，แล้ว這個禮拜咧，我咪講嘅物件咧，就是話題就是教做 shop， 福建話我是安怎講啦，我是阿咪都冇講教做 shop， 我別曉講教做 shop， 所以我是講咱沒關係物件話，一個人咱去一位大是。沒關係，伊會生活啊，沒關係，一項物件物件啊，啥物，了會做路硬語啊，坎坷啊，特別阿龍咧是講，咱咪講教做 shop 咧，啊，跟我怎講咧，即無相文化嘅衝，就衝掉，你未接受咯，你未接受伊嘅。我咱會使用真正 Mandarin 嘅 pattern 嚟講本嘅，特別我是 Mandarin 成日就講啦 ，Mandarin 成日就講我都唔知。文化衝擊啦，我是講衝擊，文化就衝咯，文化就衝文化紅色就衝，紅色就衝嚇，紅色就衝，紅色就衝。我嗱是講以 Mandarin 嘅話是安尼啊，衝啊咪文化衝擊嘛。啊，我知嚇，แล้ว伊福建話是安怎講？衝擊，衝擊哦，文化衝擊，衝擊啊，呢個衝擊是一新嘅字嚟本嚟。哦，所以那是條槍啦，那個文化條槍啦，文化槍咯，就文化槍嚇，文化槍成個咩店啊？你賣咧有仔嘅店文化槍，文化槍啫，紅色槍啊，紅色啊，你去文化槍買你撳錯嘅炒啊！文化槍啊，你撳咗？文化槍。OK，咱講文化槍，無啦，咱是講無關係。講就純粹文化。文化槍啊，係西文啊。文化槍。誒，咱成日可能講就是醒起啦嘛。有。咱這是咱邊啲學見啊嘛。因為咱是 authority 嘅嘛，冇咧嘛。冇 authority 啦，變做咱是 authority 啦，係我是講。係啦。冇人愛做，變做咱做咯。成個咱冇叫，咱那是冇去叫日本。做政府咯，咱家己做政府咯，係啦。點解我見你政府正在叫人？OK， 文化槍就是講咱去一個國家咧，文化甲你啊，受槍甲你沒關係就。所以咪講啊，阿龍去韓國大時候，你接來你冇有真正興趣要去大韓國誒，是唔是？了特別做咩事頭一條做咩事想到要去韓國，第二條你去到嘅時有蝦米物件會掉槍掉，成個都沒關係呢。即係冇咩有咧就，因為我暑假韓國是已經是1988年起嘅事嘅就，我試閒你知唔知啊？我看人奧林匹克嘅時候，我就走暑假這所在，因為我第一點阿里郎嘅時就暑假。阿里郎啊！你是暑假嘅衫嚇，你暑假嘅韓國。我看到人嘅衫，我就真正歡喜啊！就我哋有衫，人嘅字。人做物件嘅款啊，特別咁先無起波，蝦米都冇嘅，所以我每年看報紙、看電視機看到1988年嘅時候，後來2000年起啊，個實接觸到話起波，我個捌到真正捌到哦，韓國人嘅同事、韓國人嘅朋友，個真正有咗20幾年前嘅事呢就，所以我韓國已經30幾年啦，20幾年前我就start，我就講交到韓國嘅朋友，我本好一部是。我交到韓國嘅朋友，喺韓國朋友是一家基本就直播本咗，一直嚟人哋韓國啲邊人做工嘅就，我或者邊人做工，邊人嘅大工廠啊，工務員成成工廠嘅，幫啲邊叔叔不滿意嘅，แล้ว我แล้ว我
對啦，伊是韓國人，伊冇咩朋友嘅，伊是外國人嘛，伊冇咩朋友嘅啦，所以就講20十幾年前嘅變樣啊，外國人啊，你唔是紅毛嘅話，你你就韓國找到朋友嘅呢，你就韓國找到當地朋友嘅，伊冇當叫安尼。open 嘅，你嗱當劍 K-pop 安尼樣啊，你都有時你 Korea 啦，你講伊冇朋友冇 call 你個，我諗特人走去隨伊做朋友啊，啊，咪第到事啊嘛，特人走去隨伊做朋友啊，係咯，伊古早冇咯，冇人興嘛，係咯，我就計識起來咧，我一先，伊特啲幫工對處理咗，所以我去隨伊一坨，係咯，每一檔每一世我是講啊，後來到韓國了，伊當然嚟韓國做工，係咯，我嚟正時我冇拄到伊問，所以我暑假韓國已經是真正幾年嘅事了。我還未來以前，我就 already 是真正興樣嘅紅色，興樣嘅咩啊？我冇少 K-pop，我冇少嘅，我是興樣正興樣嘅文化，暑假樣嘅 pattern，樣嘅歷史，我暑假真係唔記得啦。所以我嚟到韓國做工咧，我正拄到嘅文化腔咧，唔是真正重，真正輕嘅。我是會拄到幾年後物件，我未關係本有本嘅。我未關係是咩物件咧？我等下未起。隻物件咧？我就估冇完全冇問題都隻。完全都冇想隻，咪你先物件安做隻？我點去就是講你掉咯。我點去就是講你掉。冇，我就暑假就唔係你啲物件，我就暑假只係，我冇就見日本嘅。特別我一種，我去到下面國家，我大落嚟咧，幾後啦，我都會真係關係呢邊嘢咋，所以我是特登去集 Korea food 啊，變做韓國人啊，我是真係關係嘅咋。你好啊，當見佢講，阿龍啊，今年你邊都集未到，邊未到嗰邊哦，集未到福建面係咪嘅？我未死嘅，你話 coffee 3點半貴啊，而家貴嚟嘢我未死嘅，我是 OK 嘅，特別。我習慣時咯，我習慣時食物件，冇關就落，我本時係習慣時，我變咗是，我嗰陣時嘢我閃啦，我閃咗啦，你成個韓國，特別到韓國，我俾人 passport，我俾人 passport，我閃裏邊，我係目標就是人哋講緊咗，所以變咗我都會有閃去關係樣嘅物件咯，特別我本嚟都條有實啲物件，我是冇關係本嚟，係我搞當劍，我本時你試我同你上邊起咗。我很會嘅咋？唔叫我話人講就我受到是你講，特別我講 OK，我嚟美國時啊，我嚟美國時我是真幫聲你就係係是入幾回家嘛？對，咩嘅？你見我做咩事？你人會就啲爸爸呢下，啲爸爸呢下，我只聽老人講嘛。呢啲咧，phần慢點會陳發啊！得啦，嚟睇咩點嚇？哎呀，死未覺嚇！แล้ว我是嚟美國時呢，我是下面物件，我被關係就是你唔講culture shock，本是我本你成個你消除小廚啊，小念廚物件。冇啦，呢個是叫做 culture shock 咩？成日講都冇關係，嘢紅色。冇啊，嗱 OK，嗱個 psychologically 嗱講 OK，psychologically 是頭先讀出是 culture，呢是叫做 culture shock 嘛 ？culture shock 係只 curve 你是唔是？伊是唔是啊？伊是講伊個 curve 就是講，你只去到是新嘅所在時，你只歡喜只 excited 咁樣物件，哇！新增版啊，爽啊！嚇死啊！你慢慢發覺。哎呦死！我想我厝啊！我想哎呦冇關係啊！我想即係物件啦，下慢慢落到嚟，變做成個 depression 咧，你culture shock 啦，成日講你其實新嘅所在。你如果嘢時，一個變做 balance 咗對起，嘢咧。特別 culture shock 是 incident 嘅嘛？嚟，我學到這裡，OK？哇 ，OK，one thing 是我冇關係咧，係美國人講我真多聲。都感覺，that's one thing 啦。人講我真個多聲，actually 我同你講 Bruce Key Asia 嘅事，伊講哎呦，我做卡人講我多聲，美國人講啊。阿無人講話真細聲誒，我是感覺阿無人講話聲。哎呦，你在 Canada 是冇聲。冇啦，一定都讀就係在美國嘅嘛。我讀 Canada 讀冊。哦，你個是讀啲美國讀冊。
我都係講出，唔係阿十拉沙咁講，人講啊四聲冇，所以你是 Canada，US 多聲人講話。你感覺到你再講你 stage 啊，你人在咩啊？阿龍啊阿 John，伊人佢就講throw your voice，人做嘢 project 類 voice 嚇，伊人講話佢了解呢，我咁講。哦，嚟邊講 interesting。誒，特別你講起隻嗬，我頭先講起隻行嗬，你就有我日日看 YouTube 啦嗬，然後有一個講啦，有一個你看伊紅香伊出火者就係辛苦。伊 YouTuber， 嗱有啊啦，嗱伊 YouTuber 講嗬，你講下 for those US people 啊，成日講 US 嘅人啊嗬，你嗱，because 我是看伊講去 Paris 啦嗬，即係講你人嚟個 Paris 嗬，第一頭一項物件就是講話買呢大聲，啱喎，人會感覺就講 US 嘅人講話，有可能我講話大聲數，然後我變咗冇感覺。冇感覺。無人是正講大聲講話啦，因個 America 個安怎講啊？嚟人有嘅人是覺得真 too friendly 啊，啲笑。冇啦，你是 Midwest 啦，你是 Midwest 教運呢？你唔是 American， 你唔是 American， 你去對你咪 New York， 看下睇你去試。特別我實在個 American 真個笑喎，特別真個笑。大聲有影，大聲一定。American 講，大聲有影。因為我講話真大聲，我講話真大聲嘅數，所以我特擺啊，我各位朋友人出門後，伊人就歹勢咋，你我講話真大聲數，然後笑真大聲。我笑，我講我唔真大聲，大聲，你對嚟邊咧個四本真大聲。我睇我對到咖啡啊咩事？係你乜仔啦？就邊佢見邊你學緊.com 啊拍廣告仔，有陣時。伊就是你，我就是做咩事？因為我係出來人講話大聲，所以我係按對起嘅，我對起是，伊講安怎啊？伊講伊就擺 perception 就是講 Asian 啊，成個家真正聲啊，嗱，伊講特別我一落來在我係你只大聲數，我係出來人講話滿只大聲，所以伊是小到是安尼看到就，特別因為是我講話大聲，我來到美國，所以我無拉曬人講話大聲，因為 level 跟我像。阿莫包梅話做咩數大 Asia 噶啦，人會接笑咩？就是咁大聲。啊喂，你係講有種人笑咩？我係笑，我講我人唔笑咩？你講話成個笑咩呢？你講話你大聲，佢講嚟講去講，伊講伊別關係。你講嚟講去是講人有當時講話 expression 較大啦，不過成日講人係我成日講我係南人啊，講話不是真大聲呀。係南人大聲啲。expression 較無相啦，成個韓國人講話，甲日本人講話，韓國人講話咧食錯咯，你 feel 到成樣笑咩？但係你又唔是。成個係南話呢咯，係南話嘅 language。係南話講起來聽咧成個笑咩呢關呢？對。แล้วก็ว่าชูไรก็ทัดจิกิงชูก็第二個經講話有時冇拍電話，一直就翹出個口，到啲大妹，個第二個經嘅ชู人講話是這樣嚟嘅咋？講個 B 是啲對面講嘅，個 B 沙拗，古靈係個啫。對，就是嗰隻 BB 店個咧，款個笑，你冇感覺掉講人哋款個笑咩？留咗，哇！冇唔是講卡留咗啊，你係講係面嘅直頭講嘛，掉啊！你講到講咧，實啊，即係你未使講定住你講嘅 example，你會好啊啊，你講嘅時候，你會講。我係 example，before 阿龍問，我係問阿龍姐。我無明白 Korea culture 嗬，做咩說較大漢過拉人嘅人啊 ，even 都幾難幾節啊嗬。有人講話，我愛未 before 一群啊，做咩說愛講個 formal 話 ，what is the formal conversation？ 甲老過拉人嘅人 ，and then 甲細過女嘅人，會使講較 casual。我 I cannot catch，you know in English way is that a formal way？ It's like writing letters 啊，成個，有時我無明白。Korea 有係考試，但係你冇聽到，伊冇你個夾對嚟呢，伊冇你個夾對嚟呢。OK，嚟講你每個都知道。阿龍，這是幫咁啊不啊，未使講要唔夾俾每一啲韓國嘅方式俾每女啫。imagine 啦，有一叫人啦，伊是女嘅哥哥啊，鄉啊，4年，伊本都一季節兩季節呢，伊是consider是叫鄉了嘅，因大到後一個 approach 女是每女會聲。
所以我無明白，什麼事when 伊較大漢個你甲細漢個伊，你愛甲伊講 formal conversation。What is the formal conversation? 較書本呀。安怎 ？What is like？哎呀，細漢嘅會使 casual 講話，我無明白咯。唔是啦，I think 你是完全未曉個人嘅嘛條？未曉淡薄爾，未錯啊，會曉啦。所以你是完全唔知 Korean language 係咩物件嚟嘛？Korean language 我會無明白安尼濟啦，proper 我未曉講啦，特別未錯我知啦。特別冇咧，上面你是冇用即係 Google 啦，意思是講。唔知你話是，OK，未曉，完全未曉。我本未曉，所以你講。OK。formal 甲 casual 唔是講你規句話無相嗰種，伊 formal 甲 casual 是即 English 你 translate 唔出來物件嘅，即是 Korean 教出嚟嘅。伊是伊字嗬。你係 example 啫 like you know like maybe。日本嘛是有。嗱，我等人係咪是 formal 嘅 conversation。無相嘅，伊 concept 無相嘅 ，Korean concept 是無相嘅。OK， 就應嘅啦。OK， 我講一下物件啦。伊嘅 formal 嘅意思，唔是講較正經，唔是這個意思就是你嘅話是愛講長，還是愛講短嗰種。所以若是講你講話無禮數嘅話咧，就是講你講嘅話正短嗰種。就講我愛你，但人真係人本在，叫做怎講사랑해。聽過這句話嘛？特別人是未曉，人唔知講사랑해這句話裏邊啥是咩，人是咩，係是人唔知嘛。人佢哋就講幾句話就是迄個意思嘛，對唔對？所以사랑해意思，這句話是 casual 嘅咋。formal 咧就是講這句話特別較長淡薄咗，樣嘅長咧就是以小輩咧特別是禮數嘅小輩咗。所以사랑해有禮數有禮貌嘅小輩咧是叫做사랑해喲。所以你聽到一個有嘅字條尾嘅，那是你國家正經，唔是叫正經，國家有禮數嘅講話咧是叫做사랑합니다。所以是較長嘅咋，呢是越來越長嘅咋。所以會聲越高嘅人講嘅話是越低嘅，越細漢嘅人講嘅話是越長嘅咧咋。呢一句話裏邊一直想一個意思嘅咋，想嘅意思嘅。所以伊是加字加減字啊咋，伊總是要加個字咧，意思講。伊加迄個字，就是表示講伊對你有禮數。So usually 啦 ，by standard 啦，你講啊加咩字啊 ？OK， 你加一個有嘅字就使了。所以那時你看戲，你上晝你聽到人講嗬，有，做咩事咧 ？Why？有人講 where？因為 why 嘛，對唔對 ？Where？但是你有當時聽到人上一句話 why？Where you？就是講。下人家頂邊人講話是講 where 是 why 嚇 where 是韓國話嚇。哦，我同你講，做咩放嗰陣時，你咪唔會 why 嘅時就俾佢講 where。我就講我 confuse。哦，如果佢係咪어떻게就是어떻게 요？ 所以上個 is okay 還是 is okay 是괜찮아요啦，괜찮아요啊。국가 침 담보 국가 등 담보是叫괜찮습니다。所以講감사합니다咧，但人唔就講감사합니다是感謝人直接，特別咧감사합니다 actually是等嘅啫，要啲嘅就감사해요，감사해，特別呢個你對看情形咧，用啲多落位啦。明白。所以個日本係怪相本咯，一直相關嘅一個 pattern，特別你 Korea 一樣嘅方式較無相，所以係你 actually 其實上一年出世嘅人是朋友嚟嘅。所以對人嚟講，你朋友這個字啦，朋友咧，嗬是上一年出世人咋。所以就是講，但係這裡面嘅是就是Malaysia人未曉，一嚟個 Korea 嚟講，who is that person？ 佢講 John is that your colleague？ It's my friend. He's my friend。就是講上輩嘅上。那是人聽到講he's my friend，人咧頭一個 concept就是講呢個係 casual。特別我哋所以你個人講嗱嘢呢親戚啊。伊講伊是我朋友，人想講特別比如少年喎，人馬來西亞人講話少年未得做朋友嘅咩？啲Korea咧就是少年未得做朋友嘅。所以但係所以朋友就是上一年就是嘅人嚟，阿無就是真係話抓一年2年。你就嚟看到一個小小嘅人就講前夫啦，前夫是小小嘅意思，我
幾20年嘛。政府講我講以前我朋友啊，啲邊啲係人嘅角度嚟講，冇奇怪，我冇奇怪，咁就正常嘅啫。呢啲韓國人嘅角度嚟講，你講啊，以前我係親姑啊，嗱嚟講嚇。你死都20年都死都親姑。你若是講你看按怎講啊，就是以前你係小弟啊，是咩咩？有請姐長嘅，你會使講以前我係小弟，以前我係小弟，同聲咧就是小弟意思。我嘅小弟我小妹啦，特別咧嗬，以前我朋友嚟嘛，actually，伊唔是我上成係前小弟嘛，所以你會使講以前我係阿嫩同聲，阿嫩就是我爸嘅小弟，唔是我係小弟，阿嫩就是爸嘅認識的。所以原來你個阿嫩同聲嘅啊，以前我八嘅兄弟，到點樣講？人就係講啊，以前伊唔是親生兄弟啊。And then 特別 actually，嗱是講是政府嘅情形啦。你是一時話20年咗，一時話20年嘅話，你學一時話阿嫩同聲機會，本無講真正滾嘅就，啲機會較嘅。所以你會使講一時話係後輩，一時話係父輩。哦，你父輩啊，都係為父輩，父輩。都有3種嘅嘢嘅，可能有3種嘅嘢嘅，好似你食嗰啲地鹽，你地鹽唔是河類嘢，地鹽，地拖卡地根類，地就是根類，地鹽就是講上一個所在來嘅人嚟，然後第二個就是黑人，就是講上一個學堂畢業嘅，第三個咧就是曉人，就是講大陸有上會嘅。所以有可能是上生嘅人嚟嘅，所以人正看重這3種嘅言。所以你講你是拍幾場言，所以但是講以前白白做工嘅人咧，伊就是你同事嚟，你別 expect 人講，你講嚟講冇以前我係朋友，伊是 my friend 嘅，個例就是個例，親姑就是親姑嘅，冇相嘅就。韓國人是知道算話較清楚嘅就，所以人嘅社會嗰陣是 set 嚟就，一個 set 嚟。你就講，按照伊比我大1年啊，我特別強，我casual 唔是講 always 人哋講嘅，你拄到嘅係種條路講話別講我冇可未啊，即係你是10正經係講，要講少特別投資到對面時，你特到 of course 啊，投資到對面時，你特別人哋講係咯。แล้ว但是講依家都識咧，但係講阿 John 教我一度過去嘛，所以我計講我特別講沙冷氣喎，佢叫我抽落過去，係喎，我特別話入拼餐啊喎，我督區喎，我特別講你講話係咯，但是我問食起嚟咧，我你有可能就講你抽落啦，話其實放落嚟啦，你話我特別大做大特別教你講，你係使卡 casual 啊，是人可能冇就掉去4行，唔會使每本嘅，4行唔會使每本，特別4行唔是講話係使放落嚟，唔是。4%唔是咗，唔是到頭邊啷特別列好嘅 concept，依 concept 係 direction 前日有見嘅，啷你啷白白小白無辜啦，擼到我過去，我死都過去嘛，我咁講話頭頭咧，擼到我過去半好，擼無試算，舊我講 for casual 放本嘅，冇本嘅，如果擼唔話嘛，咁是 strangers 嚟 ，who the fuck do you think you are 對唔對？所以擼就係舊我講放冇放咩，誒你可能點時咧是4行一啲開除嘅就，4行一啲開除講下。你講話係幫路嚟啦，我死都過去。你就係你講哦，你有 pressure 就有 pressure 就。別行別使算大行嘅嘛。要別使行算大行。因為講話我係幫路，你別使行講嘅就。冇解釋啦，係講。你係使 hint 就是講，你到頭邊，你個你係使講話幫路嚟咧。係咯，你個咧可。那是講伊暑假路啦，伊個都是雜食咧，伊接小路啦，伊係接小路啊，伊講攞到票呢，就是講攞到票大嘅嘿，就是講嗬，魯本幫健生，伊即句話是票大嘅嘿，就是講魯本幫健生，魯本幫健生即句話就是講魯本會使教我講，係一種 casual 了，但係咧，我講一個物件，有講一粒唔知嗰種，你即講我supervisor 啦 ，OK，supervisor 啦，我哋做工嘅所在嘛 ，supervisor，因為 formal form 有真係濟種嘅就，嗰啲人真係濟種嘅就，要我穿了，要真濟種嘅就，所以你對看你 at 下面字啲後尾嘅就，我同你就關係啦。佢哋但是講我 supervisor 咯 ，supervisor 可以叫做 director 咯，你係講 supervisor report director 嘅，係啦，我是 report supervisor，OK，係啦，我同 supervisor 講話，我哋都是用 formal form 嘅嘛，對唔對？係啦。我啲意面整啦，我講啲 director 點先啊？我用啲 director 嘅一啲字本線啊，本是 formal 嘅就。特別咧，有時我嘅 director 講 key supervisor 點先咧 ？Because
Korean 是安怎做 ？Korean 是 listeners perspective 咗。哦，唔是 speakers perspective。哦，那是伊多下兵對不對？伊無多下兵嚟講你明？我唔是，我就是講起伊點先啊，我未識用 formal form 啲迄個 supervisor 句語咗。我特別講，你識講，我學到一個 idea 啦。我嘅穿。OK， 來是叫做 order 來了。係咯，來了 ，he has already come，he already has arrived， he 來了。那是講是casual form 嘅話是 what's up， 就是來了 what's up。係咯，就是講是 formal 淡薄咧叫做 what's up，what's up 嘅就有咯。但邊陣時都講咗，即係你 action 本身啊，即係你人做即係你 action 嘅係你人啦，來嘅係你人啦，是你應該 respect 嘅人嚟，伊是你嘅是大人嚟，你嘅 supervisor 嚟，係你人嚟咧，你未使講 John。What's up？ 你應該講 John What's up？ 嘅一個字你就誤會咗 ，because the action is done by the person, not you, the person. So John What's up？ 就是講嗬 ，even 伊來嘅係你 action itself 啦，對唔對？用 formal form 嚟咗，係你人嘅 action 咗。我講起伊點先？係咯，我啲伊面前講起 director， 我講 director 嚟了，我本嚟係講 director 嘅 What's up？ 上字嚟嘅。Tapi 那是我啲 director 面前講 supervisor 嚟了，一邊嘅嘛。我啲 supervisor 面前，我唔是講 supervisor 嘅50歲啊，我唔是講一句咗，我是講 supervisor 嘅80歲啊。哎呦，安尼這即個啊，有，但係真正濟啊 ，Korean。係咯，就是我別關事的，所以佢真是咁樣講啊，是。我同你講，哇，吉吉杯，哇，吉吉杯。吉吉杯唔是咩路啦，吉吉杯是講都是哎呀，查某囡仔，查某緊，伊唔是咩啦，伊唔是講，伊唔是歹嘢話嚟，伊唔是歹嘢話嚟，是即係。我意思啊，伊是講，伊個Ash 拍波吉吉杯，拍波因為我 stupid，拍波，啊，都咁樣成個臭我係先啊！你睇有個人，你睇有當時啊，啲Korea你別使有玻璃心嗰陣。你別使都就當作物件，你別使 snowflake 嗰種。because 有當時有人甲你講啲物件點先啊 ？Because they really care about you，樣甲用緊嗰啲字嗰個，唔是假路，樣是登路是家己人，樣甲講埋嗰種。你聽到即係我有甲人解釋過嘅，就是講你聽到人講設計是執正件嘅意思咯，意思講件嘅意思咯，唔是bastard，意思就講意思，而且是件嘅意思嚟咗，設計是講。謙少嘅件，人就是叫做設計嘅咯，就是叫做設計。係咯，你未使講，哎呀，佢設計，迄個人佢設計，就是講迄一個設計啊，佢設計，你未使咁講話嘅啫。because 你啱講，你是賣掉迄個人嘅啫，你就是賣掉個迄個抄落，迄個雜物，迄個雜成件，迄個人照件，你是啱賣掉人嘅啫。但係呢個字就是講，你即講下，你罵講你是伊嘅件嘛，講哎呦。你設計，你設計 context， 伊 context 冇想咗，所以你媽得講一句話點先啊 ？It's an expression of love，endearment， 嚟。所以特別你特別會曉Korean人，就算你別使聽到淡薄人聽到人講一句話，哎呦佢設計，哎呦伊設計，但是講人講啦，哎呦你這裡人照鏡，哎呦伊設計，這裡人照。哦，我伊咪聲，哎呦伊設計，伊喺嗰度講嘅點先咧嗬？那時都調查咗，原來咩我錯話，唔是，Korean人係定別講嗬 ，because he really cares about me。成個伊呢，我伊特別講，伊見下呢個人就會曉半咗咗，所以有隻人未曉啦，就係外國人啊，因你睇我啲 foreigner 嘅 community 嚟嘅啫，因唔知咗，所以用條情嘅講，啱咗有人叫我嘅，嘅冇話解咗就，因為路嘅 start 我條有出 formality 嘛，所以我感覺唔是，伊唔是咩路 ，he really likes you。You are part of his family， 所以嘅教緊。我特別想，特別正謝喎，你講你話。就是話阿龍你去嗰邊時都冇搞做 shop 咩呢物件？你應該係穿嘅嘛？你講我係名後尾就是要做韓國人嘅咯，就我嘅關係咯。所以你嘅關係還是？我唔是，我接落嚟就是接受這裡物件嘅人嚟。我唔是講係接受會接受啊，特別我覺得安尼款無相無相啊。我你本上講我比如大嘅人，你識個什麼你80歲喲，個50歲喲，比如大嘅人嘅 action 就是 definitely 會 formalize 咧嘛。所以我特當時很想嘅，後來我學到講，我唔是嘅，你啲迄個人，你講掉嘅迄個人，
你啲 B 依個嘅關鍵嘅人頭前，你唔應該用佢哋咗。我家就講，有時我朋友一個個人就我一隻教一個教咗物件，伊家己是個人嚟，伊講 no Korean language is based on listeners perspective。你特別教個聽你講話係你人嘅感受咗。sorry 我是愛問看啦，若是講啦，成日講 ，OK， 你 manager 嘅會聲，你搞嗰邊梗差亂呀，你話嘅咩？袂使嘅啊，唔是袂使是冇可能嘅。伊 usually 啦，伊是一個 super fucking rare situation 呢個拄到嘅情形嘅。Why？無管你是幾歲人咧，即係講我是一個23歲嘅人嚟，我畢業出來了，我馬上就開一間公司了。你是人啊，你袂請，比你非常大嘅人。我老實講，我特別我驚嗰一步，所以你請就會拄到講頭家多行細行嘅 B employee 非常多時，真少嘅，唔是講冇，真少嘅。哦，對，你就咁說，你無講你哋外國隊嚟啦，你哋外國隊啊，你是畢業出來咧，然後你真搞咗，你做工就好料嘅咗，你真識白，啊，你佢又講 English。你真出色，你真這物件會曉做嘅。interview 係點先？伊會看掉你了，伊何你會係你帶到，無可能是比啲公司裏邊嘅老鳥，我都你特別甲關嘅，無可能嘅就。所以你意思是講，成日講我去做20個歲嘅物件。無你成日講伊愛 recruit 佢哋 manager 嚟講咧，成日講伊 manager 走了啦，你愛 recruit 一個 manager，所以你 recruit 一個真正少年嘅人，無可能。所以你講落公司裏面是一個少年。冇啦，唔係講少年啦，譬如講啦，嗬，你40歲啦，你出去內邊做 manager，特別你有可能你工人無升起嘅啊 ，maybe 做只比你較老嘅嚇。比如較老嘅呢？你做乜屬於無升呢？伊無在調嗎？伊咪做，還是買咧？伊咪做 manager？伊無 degree 啦 ，because 伊大家 degree 同樣嘅 manager。呢個係正經嘅，但是你過就去人啦。你所以而家有半 level 就是講junior、senior 啊啦 manager 啊啦 senior manager、director 啲嘢嘛。所以你就係點先？要你看戲你就知咧，樣有差喎，係啦 ，Terry 呢？과장님、차장님、부장님，啲key嘢咗。所以那時一個50歲人，做咩屬於啲公司裏邊做工20年啦，50歲啦。個 still 上隻 level， 佢是誇張嘅，almost impossible 嘅。是咩？我係 pressure 咯咧。你家己本 pressure 咧，我哋使同你講啊，Korean 嘅。你家己本公司，你都會加老落來，你都變。嚇，是。阿 John 成日你安尼講成日阿 John，我咪是真冇變。可能伊 director 比伊較細淡薄 ，maybe 細一歲啊。我係 director 細個，我就係一歲 ，OK。好，你阿 John 安尼講阿 John 都未使。細一歲 make sense，你講就係細7-8歲啦嚇，冇可能嘅。細字會咩？韓國，老實講韓國。你做細字會有可能嘅咗。因讀冊是3個月開學嘅咗。所以那時講，你知伊是1971年，你人就講3個月開學嘛。所以1971年出世，你知1972年1月出世，然後是1971年然後白讀上1年嘅咗。哦，因就是校正會。所以那時講，伊話一年啦，伊做咗 director 啦 ，usually 伊應該是1月2月出世嘅人嚟。所以我是當我就 stress 就是講成日包人哋講就是我有咧美國冇像 ，because 即美國嘅社會是加韓國是真正冇像嘅嘛。美國 is a flip side。哈，對，美國是 flip side。美國是我冇插我幾回，我 forever 冇 direct report 冇頭家，本是會使嘅咋。我成個老人，成個有啲老人啊，60幾歲啊，伊頭家。23歲、50歲20歲、30歲嗰時啊。上個你看我40幾歲啊，我人係 CFO 吧，你30幾歲啫。Because 伊是親戚嘅，有 related to 我嘅公司。哦，所以伊是 CFO。真正唔可 survive 咗。Because 有一句話叫做迄個叫咩 parachute，就喺對面一路嚟啊，引出嚟嘅，就 parachute 嚟。人哋可以講佢就。就是講，伊是借 parachute 嚟嘅，那卡森都做唔過去，伊就借 parachute 嚟，伊借 parachute 嚟就是講。即係而家個美國就是完全都合併。嚇，你所以特別美國穩定出嚟是好，特別我未關事嘅物件咧是美國，甚至我來嘅是啦。
我去做工嘅時候，我冇講20幾歲呢，只少年嘅嘛。特別但係你知啦 ，engineer 甲大佬嘅時嚟40幾歲、50歲啊，特別伊愛叫你無伊愛你叫伊賣伊嘅名，我有呢時候。哦 ，because 我叫阿干啲呢，嗰陣時都有坎坷。啊，嗱，我叫阿干，個阿弟啊，是 Mr. 咪係咩？冇喎，伊人愛叫 first name 嘅喎，冇關係。我同你講 ，that'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韓國。幫咁啲講啦，冇話 actually 幫咁啲嘛，時間咁少啲，幫咁啲咯，幫咁啲，我都估嗰陣幫咁啲，伊講一條，你所當今啦，你所你看到中數 Korea 政府啦，亦係 support 啱咧，就 startup company 就 because 同佢租嚟租借，真正少年嘅人做頭家，做頭家咯就，所以將 support startup company，and then 你看到一個新嘅搞咗出嚟就是 startup company 人嘅念格了係紅毛名嘅就。所以特別講嗬，你會看到只隻新嘅公司起嚟啊，讓 already 冇대리님、차장님、과장님、부장님冇呢啲嘢就，有時候冇嘢做，因為你名就 John님，你是咩 name 嘅時候？你是神，哦，個神，Mr. 啦，依個 address，唔是 actually 唔是就是真正當嘅就，另外一個是叫師嘅就，就講민석씨跟민석님是上一個人嚟就。特別呢個 name 是較 respectful 嘅，一種嘅叫法嚟。所以當佢 culturally 咧 ，Korea 有隻公司啦，用 start 話用嘅 culture 咧，就是講我咁樣用阿毛名啦，你買幾幾人？阿毛名意思是講你叫咩 Sam 呢 ，Peter 呢，叫 Peter。所以用佢用較關係較 include，然後叫一韓國名，喺度較坎坷。屌，你用到韓國名，你想我介紹我係頭家點先啊？我介紹我頭家點先啊？我講韓國名點先啊？我冇叫我頭家嘅名喺度做，我叫我頭家帶到佢度做，我叫차장님，冇叫대표님，我冇叫伊名喺度做，我冇叫伊名喺度做。我公司裏邊人叫我本是上款嘅做，特別人哋我就錢嘅人做，所以人會叫我帶到嘅上司，人叫我嘅名，所以人冇叫我，人冇近日叫我국장님。人叫我茶好局長，有人叫我顧你夫嘅嚇茶好局長呢，有人叫我嘅就，所以聽到名是較親嘅就，所以當然有新嘅教則出嚟了，就是用正數個用紅毛名了。我公司 actually 是我帶起來嘅，我公司馬路引線嘅裡面夾我搬線嘅所在開個別店嘛。然後我教我頭嘢講，嗱是講諗去做 global company 嘅話 I think it's best 但係諗有一個紅毛名咯，所以我講起線嘅紅毛名係咁就，所以當時完全別講 English 就。所以伊名叫做 let's say 啦，叫做청민，係咯청민查某嚟嘅，係咯我看啲我講下，呢名係叫 Jasmine，係咯有時搞咯，喂知道有一個我記講，伊唔知係啲係咩名嘅，because 伊未學過 English 嘅，所以伊唔知係啲係咩關名就海底撈，海底我講潮文 after that，一條名話就海底撈，我聽到我介紹講海底係咩意思，係咯我估介紹 Michelle。แล้วก็กูพี่บอกว่าโฮทีไอเมียไม่ก็ตัวยีลี่โอลิเวียว่าอันนี้เขาเนี่ยเมียกับพอทองนัมโบเอแล้วมาเจ้าสิเลยเมย์ฟรานซิสกาเลยโอ้โหแล้วเนี่ยโบลี啦係啦 Olivia 係啦，嗱講 Stephanie 我講 Stephanie 有淡薄老了嚇，甲冇咩事件了誒 Josephine 不有淡薄鬼事了誒，你會識叫 Olivia？ 你冇對上個香港嘅 Apple 啊？冇，我冇係咁，我係講係正嘅名。係啊，Sushi 啊 ，Zoe 嚇 ，Zoe Zoe 蛋撻啊，蛋撻。table telephone 啊 telephone on 我捌看過，我出來人一人嘅公司是冇啲規隻界嘛，所以向伊個台灣伊個 China 嘅 factory 嘛，所以叫伊個 global 嘅 directory 我看有人名 table 有人名 chair。我覺得說 table 個 dustbin 我貴啲 dustbin 係咪？個 keyboard 嗰啲啫。dustbin 啊 DUSBIN 我知แล้วนี่ dustbin เนี่ย係咪啦 dustbin chain 啊 dustbin 嘅 dustbin 小嘅講嘅其實啦十no and then 一 table 個唔知攞三間，我唔是一間一個 table one table two table。你別怪人，人是完全袂曉這物件誒，人是想到，你就這麼說，人當人名有可能叫做張毅
安尼一個字嘅就，所以一個叫張毅，對，伊名就是張毅呢，就所以咪叫做車窗，車窗，對伊嚟講，伊冇 feel 到 anything awkward 都就，對，人別怪啊，係人 feel 到 awkward 都別怪啊，唔知人名 condom 喎。記到而家，話咯話 Billy 啊 Billy， 哦，是懶覺，我 Billy 嘛 ，penis 話，我把單叫 penis 話。伊講 because 伊人有咧干嘅，遐同人見咧嘛，所以伊唔會咯，我名同人寫，所以我人是感覺啦，是一個 UK 人 ，because 人這邊 US 嘅人是叫 garbage can 嘅嘛，咁叫得 dustbin 嘅嘛，對，所以我人感覺 maybe 伊唔係一個 UK 嘅人，所以 UK 人講你名 maybe 伊是唔知是係咪木桶啊，是係咪桶啊，你咪解釋。佢就西湯嚟嘅。你特別我記得做緊點聲，我有拄一個。我冇計講句話，伊是美國人嚟，美國，because 往 Outlook 會看到就係全世界嘛，叫做 Nicholas Moron 嘅就，所以 Moron 是一個 valid surname 嚟就 DUS。MORON 啊？喲，成想咗。It's French，but because it's moron, it's moronic，because 我哋 MORONNE，所以係moron。伊人 immigrate 來是啊，伊人有陣時成個我朋友啦，伊是住Ukraine 來啦，伊來時伊嘛真濟人咯，所以伊人嘛排隊咯，住 Ellis Island New York 排隊咯，所以一個人 spell 伊 Luzinski 啦，一個是 spell SKI， 一個 spell SKY， แล้ว一個 Zin 啊是，一個是 ZIN， แล้ว一個是 SIN。所以伊一個家庭啦，唔知是五個後生還是幾個啦，特別伊surname 個了 spell 冇寫。成個我媽呢啦，定住我媽講嘅，我媽講嘅伊只係第一姊妹嗰啲只咪啲姓劉，只姓羅，只姓羅，個了姓冇寫嘅。會咪是 OEI 啊？伊講伊上次講。係咪 OEI 係咩？OOI， OOI 是呢個係 Apple 嘅叫做002嘅001。001是我哋中國有隻名話咯。HR 梅話就，講按照你名是001，你講你看緊我001，你只 OOI，hello。你解講啊，你是 James Bond 嘅表哥 ，James Bond 嘅表哥。我是 James Bond 頭家啊，001。我是你們38的人，我 HR 的梅話就講，你怎麼你的名字這麼奇怪？怎麼會是001呢？然後梅話就講我，當今我名是阿001。你姓胡嘢咩？我嘛姓胡嘢嘛，我嘛是001，對，我嘛是姓胡 OOI 咯，對。我必對我嘛姓啊 OOI。我朋友來美國讀冊時，借頭到借背地來美國是嘢啦 ，Mr. 001 Beijing, you're about to go 001。I'm surprised that you don't know Actually， 我把拄過一道啊，我把這唔是我。到底變 BJ 嘅時候，我到底讀冊 KTV 嘅時啊，伊個迄個我係一個朋友，我係 friend 咪做苗族，然後伊寄 message 來時，我甲我朋友講，伊寫唔知一 note 好我 ，because 是安尼我係 roommate 嘅，然後是伊就寫一 message 係咪啊？叫係咪嘟，你係咪就是苗族？然後是我叫佢 note 好我 friend 我講，誒唔知就是苗200好咯，就是苗200。但係伊寫是 zoo 啊 ，ZOO 啊，然後伊寫我講。安怎有一個人唔知苗200會記物件好咯，記隻 note 好咯，我死都會記我當機。苗200，所以我當機我看到伊希望叫苗200啊。應該冇打講就叫苗200。OK， 來講到對culture shock 個有蝦米物件啊？來先講到去旅行嘅事。我係識講我係你partner度我 suggest 所講嘅。你講就係經驗，就係經驗。Actually 是我係人去學堂嘅 gym 是，所以學堂嘅大部嘅 gym 嗬，一張 A 嗬是一個鋪嚟嘛。
舊對背嘅鋪啊嘛，然後伊個shower head 咧是4個啦，所以無 partition 嘅就無，伊 partition 嘅一個上個 access 一個 sign，and then 4個人會使起來咯。伊無 partition 嘅就無，但係是啊，安尼一個人去賺 A 咋，所以大大波嘅咧，我看中屋還是大屋？ 哦 uni，OK，uni 是大話中屋有 gym 嘅未歹，所以 after that 嗬，你imagine啊，一個鋪4個 shower head，所以我看到你看到我成個鋪單上喺度打波得特別，我清晒看咧，沒關係啦，我就 A 啦，梗係沒關係啦 ，culture shock 啦，你行出來時嗬。行出來是夾伊個大啦，甲伊個 bag 是大，佢哋locker 是好，誒咧，綁到伊其中一個professor 就無，巴黎 major 啦，巴黎 faculty 啦，佢哋 professor 是做得 yoga 咋，冇穿衫冇穿褲咋，下嘴向起來彎起來啊，伊做得 yoga 喺嚟 flip 啊，flip 啊嚇。所以沒見到你看到伊落嚟塞加一卡住摸嘅了，真是別張已經別張totally 別哦，特別沒關係啊，我 actually 你講旅行啦，你特別真唔是，你唔捌去過丹中bun嘅，即係你 Chinese swimming club 咩？張一個人咪是咧，一抓個咧做浮青衫張嘅。你抓個 OK， 你看到表哦，一是看路個頭前我一條坡，伊一個波把一個面對了耶，小黑對，所以嚇，嗰啲本是有你冇睇嘅嚇，有你冇睇嘅對 ，public bathroom 啊，就是去點樣講嘅，查某大波啦，of course，佢哋他咪嘛是寫。我去日本啊是，梗係有 public bathroom 嘅教者嘅。你去日本啊是啊，佢哋溫泉啊，叫做咩鬼？佢哋onsen啊是啊，嗬，嘛是個咧特別透衫透褲嘅咧，所以我唔係去嘅，我冇關係。頭其實是沒關係，因為隔了本是安尼看嘅咧，都看到。你冇咁驚是啊？呢本是文學槍嘅，我沒關係是因為我是甲當書白白去嗰咋。你愛看你自己嘅當書。人嘅，大家啲係做工嘅人咋。有時好食咯你，較食氣咯你可能。尤其是啲人頭會死咯。我真係要當時我就是到底我係只咩有時我看到一個我係當書咯，一直落來我就搞到人知講一隻人頭咧，以前只水就慣慣啦，伊冇咪講話啦，特別一隻書本特別一隻人頭，我自己嘅時啊，到底只未看到到底社會行出來啊，哇！一個成個你開人哋大條喎，我淨係嗰時候，我就出驚，所以特擺都做工都嚟，我就成日掉一隻線啊，到底大幾看到。你 meeting 時你上啲白行嘅啊？我特別我淨係看到一面都是上條頂住，我看到嘅物件。係真啊！嚇，即個是頭啦，頭 start 啊是，你會感覺講歹勢咯，你無關係咯，你關係佢啊，好估咧，估咧都係，我去特別因為會使看嘛，我會使欣賞嘛。哦，特別你是講 straight 是對樣是無特別冇拍攝本嘛，雖然人拍攝人看到本嘅，拍攝本嘅，特別冇辦法誒，不，你若是講日本人，迄邊嘅人嘛袂咯，就係講人家己嘅 friend 下面啊，嗬就拍攝咯，你條片嘅喎，你就係抄嘅喎，對，我家己人揾個拍攝嚇，stranger 個 OK，連佢都冇拄到伊啊嘛 ，OK 啦。一直到變得好勁 gathering 嘅時，人覺得冇情緒冇情緒。我明白話，咱錄音時間啦冇情緒冇情緒。所以特別係如果你日本啊，會使嘅喎，伊人嘅朋友啦，關係冇相紅。會使伊人會接受嘅啊。即係你是你就講中國啊，你看伊人不會，แล้ว伊人會多邊傾成理啊，因成個冇完全冇強調安好咯，成個冇關係啊嘛，就係關係。係你話啦，實話，因為我個動機我本時就冇拍攝過 still。
John 你安尼讀緊你這你要你過會歹勢個。我讀緊啲錢，我都冇真彩去甲人爭 egg，是咯，我冇去 gym 嘅 please。我就冇 OK 個，我去canteen嘅，我冇去 gym。อันนั้นเท้าแล้วอันนี้จังเอ็กโอเคนะ OK，so 我爭 egg，我係 gym，頂到我有去 gym 嘅事啦嚇。我嘅 gym 是有一格，了伊無 shower 個燈，特別有一格。So 我特別冇是只 stress，我後尾成看條表，陣要咪看過口，然後咯，就我咪陣講有人來，是咪 because 有人來，我就 feel 到淡薄細緊固，然後呢嘛。So 我就特別我覺當今我 still 緊固，你想要叫我去 publicly 講 egg and 看頭衫頭殼到啲裏面頭整，我本未喎，我冇咩關係。特別我講嗬，即係是唔是諗 Chinese 呢 ？because last time 嗰時我做我 teachers training 嗰時啊，嗬，我諗特別去就係佢 camp 啊，佢 camp 嗰時我嗬是有參混啦，有參。I think 是看人嚟，即是唔是等人，唔是人嘅教者。你看嗬，人等人嗬。隔了就是接佢哋一格嗰種啊，佢哋混啦嗬，隔了而家是有一個最低嘅嘛嗬，因為而家是偷三偷四，你看賺嚟嘅話混啦。特別我係實是人，誒你阿摩本，你講阿摩本好啊，阿摩本是有啲人真正冇暑假去嗰 open shower 嘅 gym 嘅，伊唔是講是人加下了阿摩就成嚟款嘅，maybe 有可能一大部分，特別我唔知日本加韓國有嚟款有成個冇暑假嘅人，我本來我唔知啊你，冇暑假慢慢 gym 嘅咯，特別我只係來是。咁了我阿莫朋友，咁了是被歹勢啦。了特別有陣時，你會拄到一半天啊，伊人會入去迄個 toilet 換衫嘛。了我問我朋友，是你人會做 upbringing 嗰時係咪嘛 ？because 人 Malaysia upbringing 是人去在經換衫嘛。但是伊人講啊，有影無影唔知講，較濟人唔敢啲 public 是伊人。They are insecure of their own body. So that's why ilang why 講一個 insecure of their own body image. Especially 我唔知嚇。像 bodybuilding 嘅 type 誒，大部都係 American 啦，只一個只 concern 個樣嘅 body 啦，對。所以人無 feel ashamed 嘅，偷曬就肯偷人 ，because 伊有 six pack 啊，伊是佢哋。但我就可能是那是講我有 six pack，我係呢卡。Look confident 咧 ，six pack 個 hydrant 哦，個 six pack 個 hydrant。And then 你個加 skill 落嚟，你地抗了，學到你頭頂嘅你估會冇。你 look because 你着 confident， 你看你樣。人家冇拍格呀。人家冇拍格，我人看。你對你個嘅身軀上加冇 like you're not confident on your own body, so you're embarrassed your body because it's just your body. So 我唔阿莫包嗰時候，我講正正大波，有陣時伊人會去啊 ，they felt that 伊人 there's something that they're not comfortable sharing, so maybe 伊較少細條啦，嗰時伊maybe 本事你講啦。特別我講起你日本啊，是掉壁嘅咯 ，because 伊定掉愛擼頭咧嘛，所以頭咧入去啊是一話有人嘅安尼長嘅，有人嘅大嘅，有人嘅嗰時候。你去鳥啊？我照看到，照你看到，你會感覺到講，我歹勢，對，我細漢，我咪是點樣細漢時去在你 swimming club 小豬時，我真係歹勢，特別個俾看，特別個歹勢，是唔是啊？就種感覺。我你歹勢，แล้วก็有一項就是講，哎呦，你成日講，成日你人講嘅，你成日講，你家己無蝦米無咩本事。冇啲本錢啊！你感覺就講，你家己自卑淡薄就，哎呦，太少喎呢！你明白嘛？我哋講係感覺本。別人個後面無像國家即槍樣嘅沒關係，去食飯嘅時候咪本好。食物件呢？我個有一個故事。你講先。我咁啲。我本是來美國拍拖嘛。So I think the first few weeks 啦，我會去我會 NB 我 band 啦 ，NB 係 band 嚟嘅，但係我去，有一年去我即係人嘅一隻位啦，佢哋人無管嘅，無去學到嘅，你真係你些人，你冇看到，會嘛掉，冇有看到，冇管。
無你又無發現，到一邊啊，一坐了一邊啊，無橋。你必須注意掉聽車是嗎？都冇注意到，冇，還是迄人衰，特別你是一刀呢咧，還是就特擺架啦，無上人冇人橋咯。我阿個先是，我 after that time 我無下人橋啊，所以我是家己橋。哦，所以 maybe 是係一人本家咧，都唔是講啥特你都特人都是無橋啊。我感覺 Americans 無管咧。Normally， 你知啦，到馬來西亞，哇，人物件、家老物件，你得到現時橋互人嘅咯。誒，當結特別到 America， 我感覺無安尼。成個你人啊，嘅河阿莫硬嘅啊，你人得到有 culture shock 嘅嘛？哦，對哦，啊，你人嘅成哇，得到成個佢咗弟弟我甲弟弟我開房間時甲阿生講誒。culture shock， 安怎你紅嘅頭毛是 blonde 呢？你一頂毛是黑嘅。你唔知咩紅？嚇？有個人是嚇咧啊！有個人是呢款啦，特別大波雜我唔是呢，有你是嚇，有你是大波雜我唔是呢，唔相識。我那是眼是長嘅嘛，頭甲一頂是長嘛，color。老實講，我 distracted 掉。老實講，嘢係你 drape match 個燈，阿咩啊？你講咧。哇！講到阿毛嘅紅啊，往時我阿毛嘅紅嘅邊我較 Asian， 伊是當然我你看我嘅 food camp 來啊，我一堆來啊，有 appointment， 哇！即係咩雲吞麵啊？哦，真係雲吞麵好料。呢隻是麵，唔知雲吞麵啊，食個 yakitori 一個同埋都，哇！我成講無伊無掂啊，我成講無肯食啦，其實我成講自己食了家己，阿面落了家己煮啦，個生回來喎。伊個去填地啊，哇！同我買地了啊，喂，所講about 你好，然後人呢想阿什laksa啦，即係咁。即係鹹水甜啦，佢แล้ว掛鹹甜 sorry 鹹水甜，掛鹹甜啊！因為特啲有頭嗰時特啲 maybe 有culture shock 咧，有小命上面嘅款咯。哦，特啲有誒，特別是上古人成關事，有時冇咩會記，安款你物件嘅。安怎你 get used to it？安怎你 go around？ 安怎你冇會話啊？講啦，John。你就講啦，係啦，你講你安卡 Asian 啊，冇啦，我感覺到無想嘅物件，迄有可能是人啦，我唔知是唔是culture shock，because 伊是人 ，OK， 伊就冇阿莫啲嘅物件咧，就是講我有當時成日講我無爽物件，我會假 pretend 成日無事嘅。because 我咪成日講 make a scene 嘅是法師上面，伊無爽一直頭出來嘅，特別一般無記，一般無成講記掉講你做下面物件，伊成嚟成講 something 唔是講我做啦，別項物件伊成無歡喜啊，伊別成講 cover 喺邊嘅咯，伊直接出來嘅，伊你再講伊其實歡喜，你再講伊其實無歡喜，伊無像我呢，我無歡喜時，你無咪知。你意思講你是講。華語叫講咩繁話啊？冇，伊是口是心非，伊是口是心非。唔是講口是心非，我是想講你再講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OK， 嚟先講你 OK， 咱想講人家去只 party 嘅上面，你咪去 ，because 冇咩識啊上面，แล้ว往時咱會想啊，哎呦歹勢啊，我要河邊人啊，可能。然後你硬去啊，佢做個時候 OK 呀，真歡喜來，特別係就是冇嘅，口是心非本啊，特別係是成日講 ，sometimes under certain social situation 嘅時候，你成日講為咗俾河邊人你做物件，特別伊無，伊就是買去就是冇去嘅，伊無成。是感覺到個阿摩人較濟啲，是唔是啊？你講？我感覺到較啲咯，可能。是哦。是較啲啦 ，maybe 較 straight，I mean 較 sincere 啦，on 伊。一是字，係啦。我係嘛？伊邊成講夾嘅咧，嚇冇啲咯。伊邊係是講我係嘛？每下面物件啦。伊冇好食咪食。
as if 伊無個時講咱食個，你食啦，咱較客氣啦，咱有淡薄特別客氣對，客氣嘅淡薄虛嘅有當時。特別我係紅吼，伊是 maybe 伊好客氣，伊唔是講伊無客，伊夠客氣，actually 我紅是講伊 maybe certain things 是無相，成個嚟說講我係要食含我係麻豬嘅物件是伊未曉食嘅物件吼，伊就講伊對成日 try 淡薄啊 ，OK，thank you 買食，唔食，伊使面成講我唔講唔是我感覺咗阿摩人較濟是安尼喎，我拄過阿摩人唔是安尼咧，伊買就伊感覺咗講袂啱咧，就買，伊袂講。啊！我想到了，搞咗 shock。伊買的什麼？我想到了 ，finally。到啲 restaurant 叫物件食啊是，去等人嘅 restaurant，伊是人叫一行啊家己食，人是叫做一食嘛，哈。我未是噶，成個跟了人白白公司，我食你食我未。喲，你本未啊？你買我熱來熱去，我未關事。我會使公司，特別愛有迄個 public 嘅迄個度。公費。我阿陣講嘅意思是講，伊叫物件是互家己食。我唔是對，我唔是講我公司食，成個咳飯啊，係咪嘅？咱到底馬來西亞頂到細漢時到廚師，啉湯本來啉咩湯頭姜，我下到對去湯嘅碗位，我是無自家咧。特別 concept of 食物件吼，做在公司啊 family style， 甲美國邊阿嬤來講，阿嬤是接來到頂家己叫家己物件嘅。我唔是。無啊，啥意思是講，你叫一盤，伊叫一盤，所以無 sharing 嘅喎。對，我是安尼看，你愛食炒粿條，你叫炒粿條；我愛食福建麵，我叫福建麵。若是講我愛食炒粿條，我叫炒粿條。阿嬤人是上個雜飯嘅，肯定阿嬤人是食經濟飯，肯定阿嬤人。福建麵炒粿條個無相，係你是咱是叫一碗一碗食嘛，咱是講去食。飯嘅是煮茶嘅時，咱叫一餐配啊，一菜係咩物件？係你無誒，伊樣無啲 concept，所以就叫其實我去食頸刀骨，頸刀骨嘅基本嘢，只可能食頸刀骨。你無聽講，嗱你參加別人碟仔飯啊，你款起一人一嚇，一人一菜啦，一夾飯啊，你款呢？嚇，呢個唔是成個講經濟背後嗰個參淡薄物件嘅話，這是伊去食啊。即 orange chicken， 就是一人食 orange chicken， 隔離啦，別人有叫煎出咩糊啊，係咪物件？伊本是家己家己呢。伊無公司嘅，無公司嘅，無公司嘅，對。有一項啦，特別我啱未食咧，我啱是等人嘅。有一項，我嗰時無咪會啱是安尼款，我是安尼款。但是我對你煮好咧，就是我當你煮外人。我解釋講 ，OK， 我做 cookies 嚟講啊。你是韓國人啊，你？我 explain 我唔要講條，我 explain 你告訴我聽。若是講我做 cookies 啊，你是我正式嘅朋友，你是我嘅親戚，我就叫你食嚟炒粿搭 ，because 係家己人食嚟炒粿 ，because 伊唔是炒粿搭，無水嘅。你較識嘅人，你都無安尼客氣。對，了喺你外邊嘅人，我煮對你，我個你煮無識咧，我就驚你煮水嘅，好你食。So the fact that 我對你無安尼好，你就知講，你是我當你是我家己嘅人嘅 ，because 這個是家己嘅人，把你家會使學。啊，冇包。你是講咱 Chinese 啦，哦。我唔知是 Chinese 無 Chinese， 我是安款啦。你是講我個朋友是我當時我係姊妹嘛，所以我煮物件時，我係夾我朋友食。了我係講，你無阿咪水，特別伊味素是相嘅。了我係學你較濟，了。無水我本嚟學你，水我本嚟學你。特別若是講我是無當你是我係姊妹咧，無水咧，我是未學你食。了若是講你來我驚你地水學你食。I think 是咱等人本是安尼款嘅啦，是一個類。我笑咩咯？阿莫爸講地好嘅俾留學你家己 ，and then 學你地好嘅朋友，我就解講，若是講是正式是人嘅朋友，伊人就明白人嘅心。若是講有夠，人特就是學伊，就是無夠啦。that's why 人特食係嚟無水嘅，水嘅特別是老學人，就是即個是一個禮貌。了，若是講甲外人甲無啱嘅，人嘛特別對了迄個 courtesy 迄個禮貌哦。對。人啊，人明你嗰時是客人嚟數嘛，你明白？對，我嚟是客人。我係使講家己坐，哎呦，頭下家己坐，翹骹坐去沙發。就是講我當你是家己人啊，若是講我唔是當家己人，你無叫我坐，我都唔敢坐。
แล้ว我坐啱，我唔敢講翹卡，我本別講搖我卡起來，我本別甲你講愛啉水，我本別甲你講蝦米。啊，即係是人嘅長人嘅禮數嚟。啊嘛，包就是講我今第一個，你乜哪會使呢？第一好，你特別留好你家己 ，number two 你留好你 friend，你我即個我別未通，我個未接受。特別我感覺到佢哋是成個我 family 本是安尼款 ，I think 較濟長人本是安尼。好嘅，I mean 講好嘅物件，人愛學一個面嘛，對，咱都愛放一個禮啊，是唔是愛較體面一點點啊？人講，所以你無識嘅人啊，你反而個愛較好淡薄嘛，對。啊，我是安尼哦。I think 伊人係自我咯，自我是啥物？我唔知，所以 usually 是安尼款咯。所以sometimes 是我做工嘅時候，本是安尼款。若是講白做工時候，你係 department， 我係 department。我係學你經物件愛做學先 ，because 我對你是外人，你經你買做嘅我做，特別了我係家己當然會罵我咯。做咩事你為咗學人經，我講人當然是外人嘛 ，so that's 你學外人經嘛，白做物件是伊人經，伊人買做人做 ，because you have to treat your guest as guest。對。so sometimes 是我係家己當然會罵我咯，哎喲你好嘅物件學人經去啊。Yeah, that's just the way it is. What? 咁樣我department都呢個結單，喂，對我個結單好就好啦，但有啲物件我袂使，都是我朋友特登講咯。若是阿三拉個罵你，就是講伊輸甲你；若是伊無輸甲你，伊是袂罵你。Because 咱罵袂出 ，because 咱歹勢咱叫咱甲伊生分，咱甲伊生分。阿莫包是 totally。唔是啦，你無世界人嘛咩咯？根本都冇插伊，你傷到伊，你都冇插伊。伊人較為家己啦，I think 阿冇人。對本對，individualistic。人是人家己嘅人，人就應該是明白人家己嘅心。I don't need to explain，你應該是明白。安尼款啊，我唔知。我看。特別 in a way 冇是唔好咯，我感覺 ，because 我冇是安尼特別。我感覺 in a way 無好 ，because 你家己西洋嘅人嘅。啊，你無為咗你家己。係，你無為咗你家己嘅人。照顧咗。穩定無好，我有感覺到啦，我感覺到。我本時呢，我比當外口嘅人較好過，多處嘅人做咩？所以未怪啦，我變成前嚟講呢。I won't say what I won't say that what Ilanka ho. I would say that I am more. I stand on more formality. 像阿就講。對，意思講你人做無好嘅事，你冇咩樣，特別你家己嘅人，你人做無好嘅事，你關心嘅人，所以你會咩人？特別我係講下，我所冇是無好啦，我感覺。in some ways。我感覺我家己啦，如果你冇照顧到你家己嘅人嘛。有照顧，但係你家嘅人貴，你口嘅人，你就你明白？你外口嘅人，如果看家會開一步，如果你冇咪關嘅人嘅事。對。哎呀，只要未叫我 camera 開就我變咗啲接唔嘅，特別咩看。即係你外邊嘅人啊，伊人死伊話我冇插。特別是咱家己人，咱過罵，特別咱會使啊。我有講別關是新鮮來美國是個是外國 ，especially Western 嘅國家是伊個 toilet 會 get 安尼快，有個別關係。and then 我覺得一堆啊，你講一堆 get 啊 ？No， 唔是 in between 啊，你每時啊要胖嘅啊，我知係咪數啦，我知啊。先是想見下日來，因為頭看咯啫。是啊，你看到個大呢？依個個別關係哦。別，我過去講我到英國讀冊時讀 for degree 啦，我 undergrad 時，because 伊個 hostel 是我讀 hostel 嘛，我讀邊讀冊1年嘛，所以伊個最重擺咧，一邊是小水，一邊是冷水，特別伊個課室是兩嚟嘅喎，所以安怎樣？對，哎呦，你特別細手大，你背身嘅位，你特別冚你扛，然後係做。冇啊，我是冚你背身嚇，醒水啊，and then 嚟洗 in the sink 嚟，and then 嚟
pull out the drain。New Zealand 本時安尼款，伊是一堆咧英國嘅款，我本時我講 ，which means 我特別寫你升都無計寫手嘛，啊無你手嘛是垃圾，嗱是一升是垃圾啦。是。無你抓你。哇！嘢我啫喎，有條。唔再拎，沒關係啦，這沒關係啦。你攞條橋，係英國嘅攞嚟 double tap。The first time 用嘅時候，你未記到這裡是條轉條冚，啊轉嚟轉去一個手你追你流咧。有本嚟，有嘅。上個我去 Korea 點時啊時咧，我哋就 culture shock 唔嘅。如果說我係你 owner 係你 Airbnb 講，伊講 Korea 只係你厝咧，因為 toilet 咧別使電棒使抓啲嘢。所以你放曬你切，像個台灣嗰啲呢，放曬了咧，你切了伊放曬咗咧，定三百湯嘅，唔是定到佢伊放曬卡。所以沒關係，即係話你明知道你等陣攞嚟養，曬一大堆嗰定三百。That's another culture shock。對，你 actually 怪馬來西亞不就一道本咯，就啲嚇，因為馬來西亞本別使咩？因有美國咧是。唔係比較，甚至我在明白是樣嘅，啊是 European countries 有本是有呢，因為樣嘅 pipe 樣嘅 sewage 嘅 system 嘛，被你那是係抓落去一直就塌嘅。100上4，100。咩特別人係抓伊會暖，唔是咩？特別冇那塊啊，伊冇那塊暖。哦，你假了人做在搶嘅是，伊擺射嚟講佢，伊係用塌咯。樣是叫做 liquid waste， 是 solid waste 。所以那是 liquid waste 係使搶咯，特別切曬，切曬係你抓啦，還是叫做 solid 啊 foreign。你能放出來嘅曬嘛是 solid 嘅。你曬太大地就衝唔落哦。你放上定嘅時，你咪特別嘢嚟加咗嘅。反正再講你講就嘥物件啊！特別係你是對我本未冇咩接受啊！你看 ，because 係你說台灣呢，你係比到伊嘥比哦，嗰啲湯三百湯嘅呀，你比到嘛？你切一抓咧，嘛是有嘥。第好嘅就是我對馬來西亞是我是第歡喜當劍，伊是你用係你抓水切抓水啲啲嚇，是咯。我對馬來西亞我本是未關係咯，嗱冇日本個 OK 嗬 ，because 伊拉有洗卡吹嘅嘛，即係台灣冇誒，所以 sometimes 台灣冇洗卡吹啊，嚇，所以冇擺好路誒，香港本冇誒，所以我本未關係咯，你關係洗卡吹嘅人啦，嚇得I think 這邊應該只這本是有洗卡吹嘅歌，唔知啦。冇啊，我按是用白細抓嘅，我是按是邊靚人，伊是用白細抓嘅，我是洗卡吹抓啦，伊講我是煩惱。我定到是干那洗卡吹呢，我細漢是洗卡吹呢，我冇這部，我理這部，因為定到嘅這部啊，你是夾一湯嘅水啊，嗬。你一湯嘅水你按怎去洗到你卡水坑？你咪是夾手河咯，所以你倒手啦，夾手去杯你洗你看咯，你成切了再嚟洗嘛？我知切咪是 still 你都不用你手杯一個清氣嘛，一個洗切掉嘅嘛。特別你夾咪就洗掉到你家裏，有一個掉到你指甲嗰個，然後。我是講，我都說我想袂記了，我袂咯，所以我今日用切，就慢咗切，就上當嘅呢，我都要切嘅，伊會食無啊，我個會 stop 嘅你知。我是誒推，我係你放曬咗。嚇，當見我是有兩部，這個講起這個啦，你在 culture shock 嘛？這個本是，無這個本是一個 culture shock 誒。Actually，我用水洗本是。本是10年嚟邊嘅數嚇，แล้ว有一道嘅事就是 because 我參照環奶嘅朋友咧，我就俾佢伊厝大嘛，所以伊人是完全冇用抓嘅，
所以完全說我就是未明白咯。對，伊人無完全無用紙的，迄是伊只版內面吼，敢若是用水呢。然後我就講，你有迄個 toilet paper，伊講無啊，伊人無用嘅喎。因為用是用手洗。你開你擺了吼，你抓咯。抓咧，那個嚟。個唔要緊，頂到無擺嘅呀，頂到是隻攤電巴，後頭底是你 cut 是你拗呢。對啦，嚇500嘅。無，我跟你講，有你已經無，你用擺洗卡吹嗬，是真正較新嘅袋咧，頂到有你袋咧就無砧板，伊無擺。也接到啊。我知，就是講有你砧板，我聽到講博鹹店，伊個已經無。擺無一個 faucet 你知哦，所以有一個湯是到啲砧板是到啲湯，因為到啲雜已經會倒一個湯，那個一個電把夾入去雜已經嘅邊啊會下掉呢，你知哦。我同你講係你嗬，安尼款嘅，安尼在傾安尼咧，伊厝嘅 Georgetown 嘅厝是喺你 pre-war 嘅 houses，伊在。你看你好驚人起嘅是你辦基厝。面是伊是 rent control 嘅厝喺厝。啊，所以看伊起，你唔是特人起厝啊，有起就砧板，有一個 faucet 後頭是較粗嘅，倒擺。冇你咪講啲 Georgetown 啦，成日講我起嘅是正家奴啊，係甘榜嘅啊，嗬。แล้ว伊嘅厝內邊呢就有擺，แล้ว when 伊起伊嘅 ，because 伊有伊厝嘅砧板呢是有擺啦，แล้ว伊起伊嘅迄個外口嘅啊 ，because 伊有做生意嘛，所以伊店嗰邊嘅。toilet 我是冇 attach 嘅伊嘅，就伊人是咁崩厝嘅嘛，所以伊 toilet 是到外口嘅。而家內邊是冇擺嘅，你愛滲水，滲到外口滲水咧，佢夾住佢嘅。然後咧呢行就是而家是愛用手咯，我跟你講。冇人真係冇掉啊！你綁帶個表件啊！你若是講綁掉你夾膽咩啊？帶嗰個係死啊！帶佢綁到一粒個吉利，哎呦媽！冇，你帶你綁個了嘛，了你嘛卡冇蝦米物件掉到你卡黏啊！你若是講係你黏嘅啊，哇！你個愛用手去背啊！我頭啊時我是而家是真正背咯，特別我去了。我 on and off 安尼款半年嘛，半年嘅9個月安尼款啊 ，on and off 安尼款期啊，出變關係啊喎，一變咗後來嗬特別而家是寫下去嘅嘢咯就，特別嗬咧當劍嗬去香港啊，有去之類嗬，而家白我同你講，幫曬一頭特別長益，一頭長益了寫啦。特別你那是到啲你那是到啲 hotel 啊，唔係 hotel，成間到啲 public 嘅砧板，你看幫曬咧，你咪變咗嘢咯，冇。所以你嘛是用水啊，你嘛是特別用 tissue paper 切開打，啊，無你得佢嘛是抌個了去。對啊，冇入面講到 hotel 裏邊就會使長益啦，你到外口賣咯咪白掉。對，我就建議嘛是用這啲切，我跟你講，我當見即刻吹俾咖喱咩？老貴咧，開打，你有冇做清地殼？幫曬咗啊！冇你講下咩？你 OK，你甘榜，你幫曬。甘榜呀。你寫啊 ，right？你了，切好你卡穿打嘛？冇啊，你企起來，冇乜嘅大啦嚟切啦。冇你到外口嚟講咧，厝內邊嘛，到厝內邊。外口嚟講就是冇誒，外口嚟講冇誒。你寫句咧時候，你就企起來，可以水流落嚟，你卡還是清氣啊嘛。所以喺你邊，你其實喺你邊你。只抓切門前期一搞到啲林邊試你卡住坑，用西試你卡住坑啊，卡垃圾啊！係啦，你冇西試掉你卡住坑，還是已經因為你留到你卡嗬，你已經是搶櫃啊！你知哦，搶櫃咧係追嘛，唔要緊啊！搶櫃一時係講係你是，特別係你是甘榜啦，你是盡間攏係甘榜啦。你若是講去 KL 嘅，冇啦，你講若是講 down area 特別。當今咪佢哋較濟咪是有幫曬抓咧，特別啊 Gurney Plaza 內邊冇嘅哈，內邊冇幫曬抓，特別外口成超成，特別日抓後生嘅，佢驚人偷幫曬抓。我講嗰邊有人哦 ，please 呀，幫曬抓，我第三天，呀，會使啊。
哎呦， DCSC 春招我感謝 Malaysia 嘅 North South Highway 嗰兩咪是按可能外口嗰個嘢住到官幫晒咗 QQQQ 嗰嚟啲幾嚟邊。就是咯，當佢有攤嘢就好了，頂到冇攤嘢，頂到你就是自己冇 prepare 起，你是自己係兄，你自己嘢地靠切了。我佢就大 handbag 嗰啲幫晒咗嘅。嚇，我頂到對邊啲咪是？啊，tissue 唔使。就係話俾錢入包。嚇，對。特別往時 tissue paper 我個冇夠用喎，你真係能夠切嘅啊！我哎呦，我同你講我知道是我老細，我同你講下，我老細南西就係我騎咯，南西就係我騎一件 Petron 嚟嗬，你我夾出來啊嗬，我被無法啊嘛，係我西就被流啊，無係都是頭一條流到啲伊嘅車，還是嚟流到啲就係流到去幫西嚟，我去幫夾出來是噗佢啲一串一百呢，搞落去一頭卡追嘅了，接唔去追。哎呦了，冇了咯。好，無 call 南西咩？你無手電話 call 下南西，911叫啊，叫俾我 tissue paper。But actually 我是有我是有夾條嘅，特別我被用係一包嗰個春。But one third 那個嘛，我知我係夠用嘅，特別拍生氣咯，佢哋撲落去，下一件就是有影切卡出去特別係到啲三八湯嘅位記，我試咗一記我當劍，話刻骨銘心了，明星啊嚇 ，because 我一記掉一記一寫條抓叫你袂使合格到啲入面。哦，Malaysia 本來有安尼款嘅情形啊。老師教你講好，我 culture shock 啊，我頂到時係咪是苦人版嘅嘛？關是苦人版幫晒嘅嘛？了苦人版幫晒了個關是啊嘛是冇幫行咯，了去到大了唔去幫嗰啲謝人版啊，我被幫喎，我幫佢出喎，我謝咗我幫佢係 relax 啊 I think 我苦落來嘅時，我係 muscle 本嚟極掉，你去啊 ，actually 是苦掉時你較 relax 嘅，你 sphincter muscle 啊，你苦嘅 position 冇就是當佢別啲 squatty body 啊，所以你苦掉時你較 relax，你謝掉時你嗰條極較謝。哦，嚇，所以特別我特啲，所以我係樓頂嘅陣晚，多數時我樓頂嘅陣晚跟樓卡嘅陣晚，樓卡是苦嘅，樓頂是謝。我是做每就是樓卡嘅陣晚咪幫咧，因為樓卡嘅陣晚個夾勁嘅，所以冇打咧。你講是得得咯，講角嘅時我當講角嘅事。哦，嚇，所以樓頂陣晚樓卡陣晚，樓頂嘅陣晚你是參加晒我做隻，所以我別得閒你擔，所以我這時你是擔我就未有我落起來啊，我卡住坑，所以我就被打，我就被打我個誒，但是擔我就未有，所以我就按你隻particular當金就成日看咯。特別當劍嗬，關係者嗬，你叫我苦我袂喎。你按對佢邊樣是誒關係苦嘅陣辦咩？伊唔捌苦過，我都特別吹者咁係要。所以我頭一道對時較只啊，頭一道我冇咩曉嘛，第二道對時我就 make sure，特別第二道對較特別有苦嘅陣辦呀啦。阿咪特別有者嘅陣辦呀 option。你講起一個喎，就是講。because 後來那時候我去香港那時啊，過後那時我看到就係講我參加 friend 啊，住咗一個房間嘛，那伊房曬了，伊內面無牆嘅 facility 嘅嘛，那伊本無洗無髒液啦，安尼我行出來了喎，然後我講誒，你是安怎你有洗啊？點樣？伊講無喎，我袂哦，記哦，我感覺到，你無洗行出來，我記哦。係啦，伊人無洗卡吹嘅嘛，無唔是伊無洗，伊人無攤洗卡吹嘅嘛，伊人買啦個嚟切嘅嘛，所以行出來嘅時候，我問伊啦，我講誒，你我是需要洗嘅啦，你安尼看你有洗卡吹嘅，伊講無洗那時候，我記你哦，我袂甲伊親，袂甲伊親，另外水晶房 turn off key 我同你講。伊袂解，頭燈 off key，係啦，所以另外一間房啊，我一聽到咧嗬，嚇你無袂啊，一頭燈 off key，袂。拜，了個有人誒
我感覺到最近我唔知你感覺到未使講，你感覺到美國當今就係較興 video 當今。對。哇！我知啦，用 video 啊 ，because pandemic 有時係幫曬做冇夠啊，你知啊？對。有本事啦，冇清氣啦，卡穿，you So that's why 我特別自己嘢掉我 video 就是嚟看，我 portable video 我特別嘢掉。特別 typical 嘅咧，嗬，因冇咪切幫曬做冇咪切嘅，因很清氣地講嘅。don't be surprised。typical 嘅咧，因冇清，伊冇切，即係炒嘅，炒嘅往死 video 個。炒嘅你講啊，會打波先啊，會打波啊，你咪 surprise。伊爭 X 嘅先啊，冇死本你卡穿嘅。你真係做咩事咯？咁講，伊卡穿佢未使動。伊人字嘅嚟，哦，流頭腦，我成日講死卡穿就病嘅啦。你說你卡穿一小爽。Oh my god！伊今晚阿妹時間菜都買死卡穿啊！打波又咁講，哇！你講到，I mean 講到特別都棒啊！你講到冇連切本冇切，你講一頭青地，冇切就切，用清清菜菜呢。冇切是冇切跌到你一頭青地個呢，嗱啲是係你話冇學過，我冇學過是成個安尼，你知啊？嗱，我切卡穿下，我是特別切只自家300一冇食嘛掉，所以 even 我冇係追本好，我冇係 extra 追本好下，你咩切架看到一冇食，所以特別用只自家切架冇食嘅咋，我買下咯，就了咗，我咪去到迄個地步啦嚇，講我自己冇食啦嚇，伊人嘢切錯安尼，切一刀合格耍，你係切在做清氣，對，切錯安尼落隻呢，好隻嚇耍。But 切卡穿是伊人寫係伊人夾人嘅嘛，人特別直切卡冇曬。I don't think 唔是伊人夾人嘅，伊人就冇。伊人試啊，我去即個啊，去Europe 嘛是啊，嗬，唔使講啊，伊人嘅教長是安怎啊？伊人有每塊 Europe 嘅啦，哦，成個 Paris 啊，你看伊人是冇寫啊。哎呦，問卡子哇！嚇，冇我就是按每看，係咪講冇寫卡住啊？有 bidet 有冇啊？講文嚟定。Paris 有啦 ，French 有興 bidet 嘛？yang separate tapi public bathroom 有 bidet 啊 bidet is a French word 唔知啊，我唔知。嚇 bidet is a French word 屌，我安尼講啊，我較安心淡薄。你去啊，對嚟講，OK report 啫。就我想咧，嗬，就我想我 public bathroom 唔知有成個 Asia bathroom 嚟講有成好多慢間啊，是迄個 bidet 好多洗卡全部唔知啦。你去啊，講對係是。我講我就俾梅子你啊咯，梅你朋友，哦梅子你你三百針，不三百針，冇 bidet 咪叫 wet 嘅切咯。英國咧嚇，英國冇 bidet，英國冇，我去過冇 ，guarantee。哦，我唔係去過英國咯。伊人嘅，你啊，阿毛人啊，切卡全部是凊彩。我是講你講，但所以我冇插我記得咯，係咪國門好？你家己啦，即係。portable bidet。家己嘅。我去嘅借物件咩？我有 wet 啦，wet 就好啦。wet 咩晒？是講 wet 卡 irresponsible 啦。Sometimes 你Glock 樣嘅就 especially Paris 啊，唔係掂到嚟邊咯，掂到你什麼嚇？特別有什麼湯啊？所以你看水是第一嘅，水你去到落冇水嘛就慢。所以你第我成日我係丟，因為大機呢，我話成日我買呢大機嚇。哦，OK，四個 actually，然後你俾罐你冇有嘅罐呢是你第一嘅訂咯。even 你冇本好嚇，你幾一罐細罐嘅水，然後你就慢抓。你咪是點可以淡咧，咪是切，咪是成個 at least 有加淡薄切佢啲卡吹你看咯。我就是安尼看你咯。嚇！我而你為只烏魯嘅，我而你將笨咗，當要搞啦，我而你將笨咗，我啲外邊你俾先係特別追。嚇！可以攝啫嚇。嚇！我話大家做嘅你睇佢。嗱，講就俾 keep prepare，卡住淡薄幫曬咗啊！I mean 講 tissue。
我跟你講頂次我去日本嘅時候，我去過伊個 transit 呢嘛，即快呢嘛。特別我去 transit，我到咗 transit 嘅邊都是一個lounge出得在哦。咧伊是 run by 唔知咩 United Delta 未記得美國嘅公司，特別我人伊個 airline 嘅了談用啊，是新加坡 airline 咁談用，所以我咪是去咯。我就講啊，日本嘅餐文就是隻爽嘅，去到死人變成啊你美國嘅餐文咧，無別啲無波行嘅喎。冇伊陣版嘅盤嘅是 attach 嘛，冇，伊佢嘅陣版上個美國嘅陣版你看咧，冇咧 liner 本冇。佢哋陣版是大伊個 lounge 裏邊嘅。伊個美國US airline lounge 裏邊，所以做上個美國嘅陣版咧。我是想講去日本嘅，即係啊你叫咩啊？Narita，實在是有佢哋 bidet 咪個了本嘅嘛。日本 style 嚟啦，冇喎，我係 transit 喺邊。日本 style 嚟，美國 style 嘛。佢哋是第一種。對，幫曬jadi lah，我個記嘅我個記嘅 bidet，我係 bidet 嘛。actually 我進步了，古早嘅時啊，我啲無識嘅位我未幫曬，我特別推住我係幫曬。對。我若是去 travel，特節換 hotel 啦，我係坎坷 because I cannot get used to the new toilet。了特別當今老了啊 ，home pooper 啦，你是 home pooper。我未古早有樣我是 travel number one，我特到講我俾佢 check，我特別去 check 伊 bathroom 頭先。我隻 video 物件，我特別啊。實臭味上面你是講？呢阿 John 咪是安尼款呢？阿 John，我淨係了解。阿 John 上班夜先啊，嗬，你別使一點。冇啦，係你幫曬面，我是講我家己嘅先，係講我大啲合併嘅位嗬 ，hotel 啊，還是怎麼？伊個水呢是噴掉我哋先嘅一點嘅水嘅 stain 嗬，我睇到要保切可以見到對嘛。啊，冇啦，你多啲你未去 Yellowstone 啊 ？Yellowstone 係咪先？嗰陣時係你博啲啊，係你because 伊無 civilization 係嘛那邊，所以伊是係你 construction 係你博啲啊，博啲啊，加垃圾咩？有時你捌看過我去 nature 落地島。我是只招，我同你講，我未得。我去 Yellowstone 時，我是去伊 visitor centre 嗰邊用針板。你有時佢啲時候我接那邊啦，唔介接那邊啦。冇，我係知咪就是跟我換車係搞白車行幾步就行搞誒，你我夠氣呢？你叫我行，你叫我去 camping 係咪？我咁樣去死，我咁賣，我咁賣。But 你 tour around 係你點先是 take full days 啊嘛？都唔是一段點鐘嘅。你多 around 是差唔多8、9點鐘、12點鐘啦，所以大家安裝都大家去博啲放曬嘅嘛。你使燒掉咩？往時你使。我有㗎。你使燒掉 ，OK？lock 起來。別啊！我是 need to go。我是大姐。我大姐是有幫曬。哦，我大姐幫曬誒，特別。我特別，我那是講，日本特別食了，特別去放啊！為日本食放嘅，哦是啊。特別，若是所在無好嘅事，我係燒嘅，甲你講。啊對，會燒啊！佢咧就是定嘢啊，你使。我甲你講乜嘢？我是變大蚊戲有當時。有當時啊，嗬，無關係一個地方啊，嗬，本是唔是講未放。未放曬是根本伊無曬愛放嘅喎嚇，直頭未想愛放嘅喎。成個買。第坎坷就是無法未放嘅時候，佢就硬硬對用，佢是第坎坷。我我是 quite flexible，even though area 垃圾咯，我會咧 OK 啦，極條照放咧嚇嗱。The only place 我未放，我負責去搭係中國嘅。係龍膠嘅嚇。龍教嘅，伊是成日living hall 嘅，然後龍教 split 咁行嘅啫。佢哋頭整啊，睇鋪櫃裏嘅卡嚇，鋪櫃裏卡係啲。會位，因為伊是講哦，伊講食 stagnant 嘅就，伊想是嚟 river 是龍教講，你是食 stagnant 嘅喎，伊無拖水嘅，你為人嘅使吼，又無幫使做吼，伊迄個 scarf 啊拍到落到邊吼，伊使啊掉到嘅，掉到邊啊邊啊。我唔一特登啊！我未放，我照本是徛邊啊喂，我未得閒，臭到無人有，一照破啊，佫臭曬味。我講係你是第一嚴重了誒，我第一未得閒嘅。點解你是卡烏魯嘅呀？對 ，because
我做嘅點嘅嘛，發明嘅嘛，所以是去 factory 位嘅嘛，伊是飼雞位嘅嘛，所以人嘅嗰時借把子去借把子去在嘅工人嘅啦，係咪嘛？我諗是借把子去做樣嘅 audit 物件嘛，哇，去伊嘅kan廠嘅上班。真係教做 shock 噶啦，講上班嘅嗬。我這裡不是一個教做 shock 係嘛？對，是講咱上班講嘅就係唔嘅。OK， 講食嘅物件咧，教做 shock 食嘅物件呢邊。嗱，我同你講啊嘛，嗰啲，嗱，講白嘅對講食嘅啫。係你食啊，嗬，我去㗎，係你杜基那時啊。嚇！哎呦，貴啲等人食落地嘅喎，哇！你冇半嘅喎。我同你講啊，我同你講，我一日掉你落地呢，我面一是翹起，我同你講，得凳本是落地啊，陪人難啊，哇！然後食㗎，我同你講嚇，我去㗎卡巴多西亞那時嗬，我調工去 Google 找長人嘅 restaurant，哦，然後我背單嚇，你冇背食咧，佢又見伊人係kebab啦，然後咧，伊人本是有，伊人 actually 伊人本是有成日講本是有煮嘅菜嘅，特別呢伊人係成日講生配啦，伊人有生配嘅，特別伊生配嗬，較濟人是配落地嘅，唔是配飯嘅，伊嘅飯嗬是 consider as side dish 嚟嘅。哦，伊是一個 side dish 嚟嘅。呢個叫 side dish。對，咧有當時伊本無 provide。無安尼款嘅物件，伊是干那難啊，你款嘅迄個roti啊，你款嘅哇啦，食連續兩日啊，我硬是看到roti呢，我就驚，哈！法人，然後佢個食蝦米物件，別個國家啦，佢流行啥物食掉啊，只係冇關係物件，是嚟大正先嘅，嘢是只冇關係嘅。我是無正講去別位食別關係啦，但我古早是在馬來西亞做工時，我在布吉達曼沙拉邊做工，做嗰邊是好嘅人大位啦。Other than fine cuisine 呢，是食下咧粿啊、湯啦，別關係咯。大啲食咖喱，食咖多多聽，食別關係咯，有慳咯。嗰個就是 OK。你學我食下咪貴，我本會食。你別想講，哎呀，想食貴我食特只落地呢，外面講食下你難啊，你講你定嘅，下你難啊，你講你啊，你會特只，冇，伊是 every meal 本是安尼款嘅物件喎。我去 Middle East 唔知是10日喎，就是安尼款咯。你冇啦啥？你會當 Middle East 嘅物件，特別我 OK 啦，我是要緊食咩？我 every few days 我特別食菜食粿子，但是我3-4日冇食菜冇食粿子，我唔得我特別食 salad， 加是食粿子，若是講我粿子加菜，我都 OK 啦。然後because 我去 Middle East 冇飯嘅，還是落地啦 kebab 真濟，特別早起時是食 toast。แล้วจะกู在落地กู在是落地嗰時唔是都點解就講哎喲點食落地有冇搞錯我同你講我กับ阿毛包น人我人嘅 bag ที่ hotel 時特有係迄個 apple กับapple กับ orange กับ banana แล้วน่ะสิว่าขวาเลยร้านจะ有影是食แล้วไม่สะดับ啦 but at least กู一粒蘋果食กู一粒 orange 食安怎我係朋友一間啊，而且是我個同事啦，伊去香港，就好似即是伊是美國人啊。伊講哇，我去這是怪前年整咁樣啊，你是 early 90s 還是不 late 90s early 2000嘅時，伊講伊去香港啊，伊別關係，但只是 everyday 我做 Chinese food，伊講。特別香港有安尼食 Western food 本。特別對伊來講嚇，伊是講特日像 Chinese food 無 variety 講。so 你成日講話我對去馬來西亞老實講，我對馬來西亞時，我每次去食嘅時候，我每次食只講去食阿冇食啊，係咪白款食，我食來去每次食咧
上物件就講，那是簡單啊，那是浸波啊，點幾杯米啊。嗱，嘅 Western food 係你點出嘅？我有食 chicken chop。你嘅關係咩？就 imagine 啦，我一個為人成日我按啊，你看啦，OK，typical Chinese mindset 啦。一大邊咧，當時早起 breakfast 是食 savory 嘅 food，上加粿條湯啊、茶米粉啊，嚟個美國是食 cereal 哦。嚇，對。我未講住碗啊，大碗。啊，我是 OK，because 我細漢時，我中學時嗰時，細學時，家己包麵包啊，家己夾peanut butter啊，去學堂坐巴士食，即只去個學堂嘅。但我硬是沒關係，伊本搞個東基不是個暑假。就食糜。食粿條湯。即係不是那對，但是那都搞接觸哦。call 個 call 誒，伊唔是講，伊是甜也是鹹，伊是 call 嘅 breakfast 就係。我當問你出本是嚟有陣時冇去巴剎，伊人冇去半山嘛是冇物件食，我食 the leftover 剩度迄個紅豆湯啊，我本嚟食，綠豆湯、紅豆湯，係咪？不然食 cold roasted chicken 啊 ，cold roasted turkey 啊 ，hello 啲啊，你食哦。你個 OK，上次你 sandwich 嚟咯，對哦。我當然冇食咧，我俾嘢嘅吧，你 rotisserie chicken，แล้วอย่าจะช่วยให้ควา我本食。阿摩人會食嗬，你成都嘅 pizza 嗬，面過 microwave 零食嘅就，一食都好食嘅就。我有食本哦，我是夾 cold pizza 喎。我知啊，我咪taste 無相嘅嗰隻。我是夾 cold pizza 本掉。我是咩？你講我把佢 test try 看會使。即係嗱得夠接受。無相嘅，嗰一行啊，你就係人講啦，定人食嘛對嗬。你去個中國啦，你咪成日講中國嘅物件，個了本是啱人食嘅喎。伊啊，成日講下佢哋帶嘛時候去東北啊，แล้ว我去西安啊，哇！伊嘅物件本是你食咧嗬，阿無呢就是佢人講食少掉講，那係 Southern Chinese food。對嚇，特別伊人嘅嗬，阿咪水餃，你食水餃。有真正濟菜味嘅，菜味啊！你阿無就是花椒啊，佢成日去麻辣嘅啊。哦，四川 pepper 是花椒嚇。對，四川 pepper。冇伊味是香嗰隻，特別啊，你就燉啊，你款食啦嗬，你是，嘿，有本事啊！我同你講，我 at the end 啊，我去吹 KFC 嚟食，我到中國吹 KFC 咗，你McDonald 未食啊，伊物件冇關係嘅。你是食，伊是唔是感覺就是香呢物件？伊味素較濟是有菜味啦，แล้ว個有就是安尼款，尤其是啊，佢拉麵，伊嘅味素差唔多就是香，差唔多愛香嘅嚇，對。你是唔是食螺螄粉？冇唔是，食成日講你到西安啊，褲帶麵啊，然後啊，咪伊人嘅嗰 cumin 嘅係 cumin 叫咩？嚇，對 ，cumin 是叫嚇，安尼講係 cumin 啊，唔知邊啊？叫我那話係咩？腰赤加錯赤，呢是腰赤，錯赤是 fennel。總之是啊，伊味素無加收加人嘅係你廣州嘅無香。食你藍嘅沙爹，可能食藍嘅係你skewer 啊，洋川啊。無你食一日兩日，食一刀兩刀 OK 啦。你日安尼款啊是喎。我講聽人啊，邊個人是食成派 ，because 人係食物件食 variety 食，咱食較清嘅物件啊，有要食較重味啊，有要食一半啊，有他們幾頭那麼有隻味素，所以咱去食就是講啊，食一個國家嗬，是食物件是差唔多，伊味素差唔多相關嘅物件，咱就咁靚嘅就。less spices， 邊咧put 加 spices 係真正。嗱，spice 冇有啦，my spice 冇有，你咪食點湯啊，你看物件冇有。成日我去 Korea 嚇呐，我 sister 嘅了，end up 去隨行Vietnamese food，去 Korea 食 Vietnamese food 嘅了，嚇 ，because 伊係落嗬，一類呢，一種呢落呢，嚟一環就冇落誒。
因為就無落，無芳啊，無芳誒，無芳誒，無芳誒，就無落。even though 伊kimchi 本我嘛是伊鹹有落落安尼款鹹椒誒，款啊特啲無芳味誒嚇。誒，你佢成日看人係咖喱啊，是咩呢款？怎麼？Hello，大家好。即香港，即我要看你條條件講，伊朋友是你個字無幫曬，等急掉去。香港。特別去幾多？我講，人食 Q 面嘅人啊，特別是食 Q 面啊 ，that's why 係身軀有一個甜，嚇，對。哦，你款呢啊？我本食去，我本未打含 Q 面嘅味本啊。你講食嘅人嘅身體有安尼款嘅味啊，安怎嘅味？我有一個甜啊，上隻 Q 面嘅伊身軀有一個味嘅。你講伊是伊嘅身軀出來味，還是伊嘅油、伊嘅味調到啲身軀嘅？伊嘅身軀嘅啊，伊流汗，所以伊嘅汗有迄個味。無怪啦，伊 restaurant 內面本是安尼款嘅味，佢哋 restaurant。唔是講緊人咧，人冇味嘅。我攞嚟朋友是阿婆嚟啦，伊人未食咖喱嘅咗，伊未食 Caesar salad 嘅，伊只食 Caesar salad right， 伊身軀伊就咖喱伊味無相嘅，要甲我講句，我無相信，伊證明給我聽。你都去味？嚇，有冇睇嘛？你味就咖喱味啊，到伊身軀。我講 in your head， 我無相信。伊講有影，因為伊嘛是食迄個 Caesar salad 咯。哇，แล้ว3點按響啲 bank 嘅時候，伊就叫我講阿三辣沙，你無相信。我是會味阿莫過那邊啊，有影。是咖喱味。伊咖喱會味，伊身軀會鹹啊，是。我感覺我無熟會鹹，伊講都是 that's why 伊袂食咖喱，伊講伊袂食咖喱，伊食咖喱食臭味嘅。上個上人咯，人食上濟，佢哋 fish sauce 咪是，伊人會煮啊，有一個 fish sauce 味嘅。特別醋 fish sauce 有可能是豬食嘅事啦。無你食物件會出誒，咱人食啦真話，咱人大食迄當味素物件吼 ，according to 我古早時我人有迄個做迄個 Buddhist camp 誒，對毋對？或一禮拜、2禮拜迄樣嘛。師傅甲阮講過，我人誒逐個迄個油飯，迄個 Buddhist 油飯吼，我人身軀有一種誒甜誒。伊人伊去修行食久了，食濟，迄個看你無食咖喱，無食肉丸誒，迄個 vegetarian 誒人吼，伊誒身軀無安尼臭，安尼菜心誒伊味。伊身軀味是菜心味 ，fresh 伊basically 我身軀是干那菜。有影我朋友，我有影，我想袂到，我身體上你是歐大啦，你吃大泡，乜會講你食一個咖喱，迄個 Caesar salad 會肉隻咖喱物件，伊講有影。伊身軀被 process 係點嘢味？我捌拄被兩間我是查某啦，啊無本袂味伊啦，若是查甫本袂去味啦。伊講 that's why 伊袂食，伊講伊食了伊流汗食，伊感覺真臭，伊味像一個大波嘅味啊！哦，伊食大波 O B 嘅味，哦 ，body B O 嘅味 B O。真臭，有影是真。係你咪是上加 Q 面，有淡薄上加 B O body odor 嘅味，就 Q 面。係咪是 body odor pheromone 啊？唔是 pheromone，body odor 就是講臭個啲，唔舒個啲嘅味。人個臭。有唔舒個啲是迄個伊個 bacteria 食。伊就正個插鼻孔嘅迄個鉗。我未曉講鉗。無，伊是成個 Q 面嘅味就對啦，唔是個啲，就是迄個成個臭糊嘅味咯，臭糊嘅味。係，所以有咧，你是 bacteria 嘛？我屬食 Mexican food 嚟咯。because Mexican food。伊味伊夾隻，你就我味伊嘅這邊，伊嚟抽這邊啊。我味伊阿莫管。You know that is pulse point 啊！我味伊抽，伊講下你味看。我味這邊，我味伊莫管有影，就是像咧夾味啊，可能真嘅哩。所以唔是咖喱嘅味啦，伊是。伊唔是，伊成日一個 spice 嘅味啊！伊對伊身軀，伊唔知伊荷爾蒙嘅伊未 process 啊！伊未特別，我一落來啦，我捌拄過落嚟咯，查某呢。我第二個Scandinavian人無食咖喱嘅咋？所以伊人 maybe 伊人 genetic，像 Scandinavian 人伊人無食咖喱。
bawang 安尼物件，比如是伊人genetically process，伊人 cheese so maybe 伊袂咯，伊袂接受伊先。冇即個香港路到底去夏威夷大時路，係咪物件搞做 shock 嘅？沒關係，係冇啦。比較只上邊因素。Russia 係咪物件？個上邊。Russia 係咪搞做 shock？伊落地咯。個地落地，佢真係。只食 rye 落地都啫 ，rye 定打，然後伊白白，因為有隻 raw 白。佢哋伊樣係白，冷嘅白，就哦，冇煮嘅白。哇！我會。你是講冇煮冷嘅白，是白煮了隻冷，成個 cold cut 隻冷嘅。哦，成 cold cut 啥？然後但只會食半夜點上咧，我真係 sad 了。哦，但是我同你講，我想買食。然後我入面做 suki 咯就，我會食做嘅物件，我入面做 suki 了。因為我哎呦都冇教我買拜人。哦，你翁是 Russian 嚟嚇？是咯，嚇是咯。哦。So แล้ว我講死啦！我有 limited supply 呢。我講能學啦，我不馬仔後節食下面呢條。有啦，頭一道有學啦，然後第二道咯，伊兩本嗌伊兩暑假，到我會食去。去 Asian market 買啦。冇攤菜啊，要看看菜啊，成日嚟應菜咩？OK， 我俾小蛋了。我只係食一點，我咪攞點整啊！嚇講，我一行，我硬同埋梅話講係咪特別？伊同我講嘅，伊 culture shock 頭時到嚟到 US 嗰時，伊嘅 roommate 穿條 A 裙嚟咯，啊對。嚇，穿條 A 裙啊！按照講是穿條 A 裙咧，唔會尋是 sneaker 呢？穿條 A 就自己名稱嚟。你按照佢裙咧，你變成咪垃圾。Hello，誒，我同你講啊，作者美國人啊，唔是作者啦，我唔是我為點解成個特別我不學佢成啊，到啲到啲 I can say most， 到啲係咧多咩位啊？因起名稱嚇。咱去房間啊，讀冊還是做功課咩啊？因為起名稱就穿條 A 啦。係咯。有 Chris Cross 嘅卡，係咪嗰啲就到啲 A 嘅起名稱？是咯。而家你本層嘅，佢哋播嘛垃圾去。係咯。係啊。嚇，你冇安裝啊？冇安裝。冇唔驚 ，because 因都穿條 A 多處啦，人哋見啦。伊 baby 都擺到鋪卡位，夾不位，咪是有毛個了，咪咪是啊，只 common 嘅。美國安尼款嘅，講你我未關事啊，有隻人無情衫去困，為什麼時候你陪嘛是我個錯嘅了，佢係一人係無情衫去困。唔是，佢哋冇有點個，因幫配到 blanket 裏邊啊，when 你幫配時候，你曬到都淡薄你佢盤出來嘅。你配參加曬掉到你 blanket，imagine 的。我是感覺伊人困嘅時候，伊人無穿曬咗，伊人穿短褲。你係咪人？你白你係咪人？是到啲辛苦會出來嘅配，到啲辛苦對面出來。你無穿衫多面層嘛？然後你幫到啲會幫配。你是講無穿褲啦，無穿褲你幫配嘅出來。我伊人穿短褲。我你是講冇穿衫頂面伊人是穿短褲穿 camisole 就去裙嘅咗。特別頂頭，就係穿短褲。你安尼款穿條 A 去裙啊，แล้ว你本層嘛有刷。條條 A 個之間係有刷咯，曬係咪咁樣咯？冇咯，有刷啦，按照佢裙，佢感覺嘢。scrub 咯 ，scrub 你配。係咩？我哋款係冷咩？哦，咁你講呢個得啫。แล้วอีหลังเนี่ยชูสีจะเชิงเอได้มาเดี๋ยวต่อชูเชิงเอว่าตัวผมมี關係啊是咯梗係垃圾เนี่ย大家佢世界啊是對嚟個我咧是穿出嚟嘅啦外邊是穿外邊嘅 A 都嚟喂唔過伊人來是啊伊人買套 A 咯啫然後我邊一買咗我講別關係咯嚟一穿一 A 啊嚟打機嚟我是感覺嚟你冇佢套一個買套所
我講說起啦，無等咧，咱成日講，無成日講有你啊阿摩人嘅厝啊，吼，有人就係係夾筆啦面啦，你你做外口啊，你看係咪走粒啊？哇，你真係拍手啊！你講 vacuum cleaner 是啊，vacuum cleaner 啦，係面啦，你別揭人。人頭啦，嗬，人手頭卡半安尼借，係你垃圾啦，一隻你講安尼款情調會夾出啦。特別因一年兩年有 steam vacuum 啦 ，steam vacuum 有啦。我好啦，有啦。我去 California 嚇，我去住 Airbnb 你知道，你厝位你知道，然後我頭搭入去嘅時，最頭開呢垃圾咩都知道，我啲後位往頭下嘛啲厝嚇，入入去嗰啲垃圾咩，我個位嘛鬧人，用啊2點鐘計一就頭開你知道，แล้วก็想到啊對 ，no wonder 啦，伊拉條條事情了 A 入去嘅，啊無安怎呢垃圾咩？過後了個想到了。伊 comment 我走嘅時，伊 comment 伊個留講，哇！我厝個較清氣過，我阿回來多時，我嗰時去我個買多 Airbnb 啊，嗰時。你個講揸出對嘢，但係你都俾靠我20%。係咯。我 I think 這個就是伊人嘅culture咯，嗬，無相嘅嗬。對。特別夏威夷唔是 US 嚟咩 ？Part of US 嘛，伊拉特別伊拉 part of US 特別culture 無相。哦，伊所在無相culture冇咩相啊。伊夏威夷嘅 Asian 嘅 culture 都較濟嘛。你面試下你阿摩人嘅 culture 無相。誒，英國有情嘢嚇，英國。亂講緊係美國嘅。Europe 是情嘢，America 有你阿摩是無情嘢。冇，你未使講 Europe，because Scandinavia 個了是上個 Canada 安尼頭嘅。對。我英國愛看伊人有穿 sleeper， 做厝內邊有穿 sleeper。sleeper 是比較緊，有人是講穿出外口嘅嘢，對嚟外口之來你無透嘢就穿之來係你。我係叫往讀你prepare 往嚟美國時啊，到啲學等時，因為教往啊。你講你咪再講即係物件，攏去到美國時是看到人無穿無透嘢下，即是只國門啲物件嚟。講，特別好個在嗬。基本係換了啦，美國對，無穿嘢。對，你即係當今下 service 嘅人啊嚟叫你做修理物件人，伊before接來時啊，伊就穿一部啲，伊個就想即超浪啦，特別浪因為即係冇透嘢啦，所以用浪個口一眼嘅浪，แล้ว加行接來你厝嘅，伊無實講立掉垃圾嘢立入來呢。一定係穿嘢 because no。safety issue 嚇electrical 嘅 safety issue 一定係穿嘅嚟 boots，所以浪加住嚟浪 plastic 浪。伊若是無穿鞋啊，要穿背嘅，一邊嚇，一邊若是講無穿鞋。但頭一卡是真正無禮數嘅，無。伊若少講真少無穿鞋 ，usually 是穿背。請無禮數，本來就是樣上看到，我係紅本上啊，我係紅就是，你在亞洲真係人哦。穿襯拖，去大陸咁穿襯拖，แล้ว往時到啲背肌，有時你看人啊，無穿鞋，無穿背，就腳卡下起來到啲迄個，卡起來個哩嚇，แล้ว我紅自己辦當嘅無穿背，我樣係換車本是 passenger 也直接卡係起到啲，我係講一項物件，都係。佢 Korea 我舊早去平昌時去迄個 ski resort 啲吼，我等去坐 train 點先吼。Korea 啊，你穿super 查甫囡仔本好啊，嚟，20-30歲吼。一隻關係只 common 嘅有嘅哦，夾起來卡吼，一個卡夾起來哦，一啲係一卡。即係人吃白咧，就是講。it's okay 喎喏。你是講人吃白咧，夾手撳掉了，伊卡到烏嘅。nghe được đi khai đấy điều hay là tập bài mà sao này我打波未必啦，查甫囡仔穿裙水水，特別一穿唔是 miniskirt 啦，長裙啦，卡夾起來一個。哇！我是我穿襯拖，我去 restaurant 時啊，執唔見。我是襯拖，我是頭嘅襯拖，然後我拍叉位卡，我是做 crisscross 嘅位卡。伊人安尼款是袂使嚇。I think 是。我冇咪，往時我做啊，唔敢講我嚟頂。
你大多位一項 first course 來去 supermarket 嗰時咪嚇。我有趁借，那是我趁前千台嘅位，我冇插完咗，那是我趁前千台位去，我較就是只我關事啊，我就係 keep 成我落葉問你估。參觀本身，你บรรลุจอนอ่ะ你บรรลุก็你ชู是有頭 A 哦，我ชู頭 A 個就我啱是頭 A， 我唔捌伊唔捌我是我呢要頭 A 到ชู嘅，because 只成結上嘅。是咯，我係啱本上。我係啱嗰啲是等人嘅，你唔知呢。係咯，是咯，我準備成千台，我啲厝內面啊，我去 hotel， 我去 travel，咁咧我特別 pack 我 house slipper。哦，我時我自己學到時我淡薄有物件立一夾筆咯，我係實成淡薄，我唔物件唔知係咩物件行過，可能北卡一人無情嘢嘛，無頭嘢嘛。我自己 slipper。แล้วนี่ต้อง學得較濟人無頭 A 啊！係啦，你試過國或者阿摩英國人、美國人其實咪是揾到頭 A 啊？所以立你看你唔使去較大時，咱個頭先看咧立咪是幾哩咯。所以特別你看你去成個 hotel 有當時有學係你前台嘛，係你成日 central 你可能前台嘛，你咪細用啊，是你接不記時嘢咧，就給燒掉咯。哎呦 ，OK 啊，我點整下嘅 ，OK 講下明星啊，禮拜兩個嚟再見個感謝啊，即係啊，有個紅險出嚟教人講嘢教咗 shop 嘅啊，個感謝啊，即係比賽講可能 suggest 些 idea 咯，了個就是講係你講嘅細物件 ，free 啊。由我講嘅西嘅話題 ，OK， 感謝啊，禮拜再見，拜，感謝。